我家己的一个方针就是讲，咱囡仔一定要实做。你讲语言这个部分啊，包括讲你若无去面遐体会的话，你绝对学袂好。咱老师搁较安那好，你敢若留伫台湾去上日文，迄拢有限。咱有一个想法，咱是去那边学习的，吼，咱亲身的体验，对咱去学习这个国家的文化，甚至这国家任何的代志啦，就是拢有帮助的。每礼拜一、拜四暗时9点至10点，公司台语台台湾新眼界准时开讲。这是公司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29日暗新闻，我是陈家豪。新闻一开始，就会来看今日的新闻重点。遭疏错的案件，总统府秘书长陈菊今日要出面回应。国民党的立委透早也去拜会检察总长。中国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今日也肯定香港政府甲警方的做法，要公务员一开始来抵制罢工。普悠玛事件，搁再处罚27个人，不过工会认为铁路局是咧找人担罪。继续，咱来关心遭私婚的案件。国民党来批评讲，这个牵涉案件的总统府示威式，甲再遭私婚的车，拢是总统府管的。不过，这个秘书长陈菊却拢无看的人。陈菊今仔日下晡也对媒体来做回应啊，伊也强调讲，有任何的责任，伊一定拢会承担。国民党立委今日透早也去拜会检察总长，要求爱护人民一个交代。我记得学校的老师都说陈菊那个是坏人，你看那个长得那个样子就是坏人。讲到总统府秘书长陈菊过去因为美丽岛的案件去往公司派人，互立法院副院长蔡其昌感觉真唔甘。蔡其昌的新册出版，陈菊特别来参加。私婚案到今已经第8天，那也要求陈菊爱负政治责任。陈菊强调讲，伊绝对袂逃避。如果有任何我的责任，那我绝不逃避。我想我会承担。那这个部分很清楚，该谁负责就应该要负责。那我想这个部分，我不是一个会逃避责任的人。强力侦办，强力侦办，强力侦办。针对私婚案，那也29来最高地检署拜会检察总长江惠明，这期是暗的总统府示威式，甲走私的车辆拢是总统府来管的。不过案件发展到今，拢是蔡总统来出面解说，这期讲敢想要暗看什么？要求检调单位要查核清楚。希望他全力查办，不可以设定上限，赶快扣押相关的事证，尽速侦办啊。那他也是说，将来这个案子结案的时候呢，他会尽量呈现给透明化，给让外界可以看到说，这个我们北检是怎么来办这个案件。伫那样来拜会进前，北检检察长邢太超已经向江惠明来报告私婚案上新的侦办进度。检方早起嘛第一届提示已经成案的张兴家，透过电罪记录，还有搜索花项查扣的资料，用钱来捉人。北检强调讲查到倒办到倒，交通部长林佳龙嘛强调讲，私婚案敢若是一个开始，改革花项弊端才是重点。我先前是很不满的，现在没有那么不满了啦，因为他们有改进嘛。而且有面对问题，这个就是社会希望看到政府一个负责任的态度。
包括华航董事长谢世谦去调一个资深副总罗雅美、空品部副总区中信等等3人，向公民团体成员告发渎职。检方目前用他日案侦办，有可能会传这3个人到案，来家己点查清楚。检调这礼拜嘛有可能来进行另外一波约谈，还有搜索。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今日召开中评会，党主席吴敦义也话讲，立法院爱过半，总统爱当选。个人也来烦恼讲，一个国民党敢袂四散，希望邀请每一任的党主席甲郭台铭来见面，邀人当场建议韩国瑜爱先来解酒，选情才会加分。国民党全代会大结束29号早起开中评会，党主席吴敦义发出2020立院习事过半，总统胜选总目标要拼重返执政。我们曾经缔造86席的佳绩，我希望这一次113席能够破86票的纪录，好不好？蔡英文女士，不要太狠太凶，好好的把两岸做到和平稳定发展。全代会正式提名韩国瑜参选2020总统，有中评会要求立政主席去邀请郭台铭加入团结行列。刘秀波要建议韩国瑜解酒，对选情才加分。从现在开始宣誓，一直到他当选总统、做完总统，绝不喝酒。戒酒有什么困难？中评会烦恼韩国瑜言行被放大检视，韩国瑜是伫出席学校活动时临时取消媒体联访，不过27号已经亲身拜会过王金平。王金平对是不是参选到底，或者是根据复选，只讲爱看上天的安排。全力支持他选总统。都支持他，大家都支持他，大家共同来支持中华民国。好，院长还是要走自己的路。好，谢谢。我要不要走自己的路是上天的安排。另外，新北市长侯友宜因为无去全代会，也引起网友的批评。大家能够互相体谅跟尊重，大家好好把事情做好，才是我们现在每一个人应尽的职责。并战2020胜选港澳各界大商香桥自社团29号也拜会国民党中央，其中副团长唐林华是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常务理事，却临时无去。做社团长表示，因为烦恼被抹红，并无随团，原本路南拜会韩国瑜的行程，高市府最后也改由副市长接见。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长关文哲今日参加成功市长的动土典礼，也访问到到未来选总统。根据到联合报上新的民调来看，关文哲若参选是会抽走蔡英文3成的票。唔过关文哲伊本人是拢无来公破，要来选也是唔选。另外，总统蔡英文也强调讲，敢若依照法度来守护台湾的主权，也强调台湾的经济目前是当咧变好。也另外，搁再强调讲，2020年这个投票爱慎重来投票，有主权才有民主自由。总统蔡英文29落南去婚礼拜6帮马，虽然事婚案一直在谈，不过婚礼的视察行程是新的署会长江淑明来陪同。蔡总统继续杀政绩败，还有主权论述，要甲选票固调。今年国际的机构讲，咱今年会变成亚洲四小龙的第1名。2020，咱选总统的时阵爱想好清楚，做一个人才会守得住咱台湾的主权，是不是？一定是蔡英文的啦。根据联合报上新的民调结果，台北市长郭文哲若是要参选，会甲总统蔡英文分3社外力赢支持者的票。郭文哲是无回应下，就算个力赢传出讲，又讲郭文哲参选的记录无悬，要继续甲伊另处理。外界佫又讲郭文哲不爱选，是要改停前鸿海董事长郭台铭。郭文哲敢若强调讲，家己是袂当互人了算。自从那个民进党跟国民党的初选民调出来以后，我就对这民调实在是。还是那一句话，看看就好。柯文哲最难缠的地方，这个人实在是太不可测的话，所以永远不要预测柯文哲。针对高雄市长韩国瑜要靠交包社配合美日政界来投错政府，郭文哲颠倒是讲指控要有证据。指控人家要有证据嘛，1、2、3、4，因为我是外科医生，你知道我很习惯那个你要指控人家第1点、第2点、第3点把它写清楚，所以这样讲完的话就听不懂。因为最近香港问题愈战愈热，继续有冲突来发生。郭文哲是真感慨讲，若是台湾伤过虚的时阵，中国伫处理香港的问题会更较粗残；但若是台湾若较强烈，会互中国伫处理香港的时阵加一点思考。佮讲台湾伫过去30年民主化的过程，会当开破对岸。
记者综合报道。中国的解放军同一个时间，伫舟山岛甲东山岛来举行着军事的演练。但国防部也强调讲，这款的行为是严重破坏区域安全甲稳定。军事专家也讲到，自总统蔡英文过境美国了后，中国就放风声要来做军事演练，也即马确实真正伫咧演练，目的是为了要警告美国甲台湾。中国浙江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伫28号、19号发布航行警告，根据前海军新港舰舰长比对航行警告所显示指标后，看出共军伫舟山岛甲东山岛海域有军事活动，因为这是近年来共军汉基同时动员东部甲南部两个担负武力犯台主要任务政府。国防部强调，已经严重破坏区域安全甲稳定。中共迄今未曾放弃武力犯台，而且在东海以及当面东南沿海举行各项年度计划性的军事演习，造成中华民国台湾2300万同胞的反感，无助于两岸和平的发展，也严重的破坏区域的安全与稳定。这摆军演消息，中国国防部3月14号总统蔡英文出访过境美国纽约了后发布，虽然当时并不明确指出时间地点，不过军事专家分析北京是故意操作消息，展现对美台军售案甲蔡总统过境美国因公开活动施压，美国互这摆军演形成更较侪政治关注甲压力。借由这种讯息在刻意的讯息释放上的操作跟规划，它就既达到了警告华府跟台北的目的，又不至于过分的升高区域的紧张情势。我觉得中共是有在利用这些例行性的演习做这样的一个操作。对华多咧举行军演，台湾中科院19号伫屏东九平基地也咧做实弹射击，增加外界想象。不过国防部强调是年度例行的训练，而这摆射击关度无限制，范围为九平基地到250公里海域。专家推测，可能是长射程、精准弹药射击，无排除是长程防空飞弹或是我国研发的各种武器。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香港反送中的事件。中国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也在今仔日也针对到香港事务召开记者会，发言人也强调讲支持林郑月娥这个特首政府甲警方来执法，也讲到一国两制这个底线是袂用卡掉的。也面对到香港政府甲中央政府这么强硬的态度，香港的公务员甲铁路的车长也拢发起了罢工活动。香港反送中运动冲突不断，示威民众和警方相持，搁大概发生激烈的闹火场面。香港事件一直未收煞。中国国务院港澳办头一天针对香港事务召开记者会，发言人发表3点声明，公开表态支持林郑月娥特区政府。中央政府坚决支持林郑月娥行政长官带领特区政府依法施政，坚决支持香港警方严正执法。坚决支持特区政府有关部门和司法机构依法惩治犯罪分子。杨光表示，无允准危害国家主权、挑战中央和特区政府的权力，嘛无允准利用香港对内地进行渗透。一国两制3条底线袂当去卡掉。香港民建联和民主党对北京表態，兩派意見攏無共款。光復香港等等咧，其實亦都係嚴重破壞一國兩制，亦都係出現咧一啲係推動港獨嘅理論。解放軍咧係可能係要通過基本法嘅規定咧係進入香港解決問題，但係咁樣做咧，亦都係會葬送咗一國兩制。面對中央政府和港府態度強硬，香港公務員拜五要佇中環舉行公僕專人以面同行集會。各香港政府新聞處主任發表聲明，強調講只有暴政無暴徒。另外，港鐵車長嘛計劃第30發起罷工的行動，網民嘛招要發起專港大塞車，癱瘓鐵路兩大交通網。為咗要支持香港，佇咧台灣的香港人嘛專工成立香港變聲青年組織，並且布置安全帽啊，要轉送予反送中示威民眾，號召全民做伙捍衛公義，佇咧台灣支持香港。記者綜合報道。
香港反送中的运动伫昨2倍有伫中环来游行，无人来带头，就20多万人来参加，而且因搁再分两路，一阵人向警察总部甲铜锣湾行去，另外一阵是向西环的中联办。伫咧暗头7点左右的时间，中联办附近的示威民众甲警方发生了冲突，警方也向这些民众来发射催泪弹，最后有掠到49个人。香港警方的数量小队一直发射催泪弹，要强制甲民众赶走。拜六公护元朗的行动才打结束，礼拜民众佫一解出现伫街路，路尾嘛变做警民冲突。这场日白下晡3点伫中环周达花园的集会，因为无得到允准，警方今日当予民众伫咧中环的周达花园定点集合，伫无人带领之下参加自主游行的20多万的民众，向分做两路，分别向西环的中联办，还有东边的警察总部铜锣湾的方向来去。伫铜锣湾的方面，有示威者爬起咧电车顶悬来宣读宣言，佫有人举香港独立旗。若是游行去中联办的示威者，是伫中联办附近去互阻挡，甲警方发生对射，而且甲警方欠鸡卵。防暴警察以非法集会做理由，伫差不多7点的时阵举乌旗，而且开始向民众发射大量的催泪弹来甲因赶离开。係啦，咁所以真係好嬲。本身諗住今日係唞唞啊，咁多次遊行我哋都有出嚟，但係真係好攰啊。係啊，2個幾月嚟，每個禮拜都出嚟，咁但係可以點呢？示威者一直提，伫上環甲警方對射，前面用水來壓催淚彈，而且甲受傷的民眾扶起來，而且佫做路中來阻擋警察過來。暗過警方發射手榴槍子、海綿槍子，要強制甲大家趕離開。警方伫半暝2點召開記者會，譴責示威者，而且講上無掠到49個人。警方暫時拘捕咗至少49人，涉嫌干犯非經批准嘅集結同埋藏有攻擊性武器等等。另外，警方嘛用煽動非法集結的罪名，甲拜六公護元朗行動的遊行申請人鄭建斌甲掠起來。警方指出，鄭建斌因為非法聚會來去互掠，其他人士去互指控使用真濟種地面武器來攻擊警察。一部分的人佇銅鑼灣破壞公務，製造路障阻礙交通。警方會予以上嚴的譴責。若是網絡面頂流傳，警方禁止消防人員還有救護人員入去示威的現場，是表示講無收到相關的消息。記者綜合報道。針對普悠瑪的事件，鐵路局下晡也召開考評會，要來處罰27名的人員，包括司機尤振中，相當會當甲伊廢除伊的牌。不過，這個代替工會也認為講，普悠瑪的設備是有問題，就還未甲日本來了解清楚，就要甲員工來抬頭，有影無公道。去年造成18人死亡、200多人受傷的普悠瑪事故傳出代替局，美國擴大處罰27人。尤其司機員尤振中上當可能面臨廢照，交通部考績會初步決定加重處罰3位前代替局長。拜下晡代替開考評會決定內部的行政處罰完成簽訂了後，對外統一公布。根本就是不合法啊！你根本沒有辦法，你不能去懲處我的任何的一個員工我們當然要盡責四方。你是整個系統，你不能因為我員工說我沒有善盡幫工作的時候，我又沒有跟你講說，你應該也是你的設備沒有善盡到我們的規範啊。因為這事件也暴露出普悠瑪駐防綁架上系統連線等問題，代替局向日本自由商社提具追究責任。按過日本方面發動來講是代替保養不當，代替企業工會對代替局還未甲日方釐清追究責任，就像咧對員工作出行政處罰表示不滿。經過鐵路法規定，駕駛造成重大事故甲死傷，可能廢止鐵路列車駕照。但是內部懲處，不是對外。對外的話，對我們來說，我們的期待是誰應該負起刑事上、道義上的責任，而不是那3個。每一次他們發生事情，然後呢，沒有一個高層人士啊。這倒霉的，就是在我的感覺裡，就是出了事就基層扛。代替工會表示，處罰名單出來了後，1禮拜內下晡員工提出申訴。司法調查方面，經過既然地檢署6個月調查結果，檢方認為司機員超速行駛 ATP 做到關閉甲遠端監視系統無連線，是主因伊也無過失致死，起訴司機員尤振中甲2位相關驗收人員。記者綜合報道。有一個在桃園機場正頭路的華航地勤人員，頂禮拜日發生發燒問題，身軀頂具紅色的燈點，
经过检查了后，确定伊是出毛仔。不过在这个出毛仔前4天是无特别的情形，也未家己来知觉到。不过这是有才调传染给别人，伊家己无知觉，也佮去上班坐一温。疾管署也提醒民众讲，这款情形就要注意。热未少人出国去旅游，按过沙滩出通机场一名20多岁华航地勤男性员工，这个月2日出现发烧的症状。顶礼拜3，因为面含顶肌拢出毛仔，转去看医生。经过通报检验了后，礼拜暗确诊是胃着毛仔，目前搁伫咧处理隔离休养当中。他有接触过哪一些航班的哪一个时间点的，可能要扩大，不然到时候怕说疫情一发不可收拾。疾管署表示，这名个案最近并无出国史，去年嘛有接诊过毛仔、猪头皮和德国毛仔混合疫苗 MMR， 但是嘛是不幸去胃着，检验员阁需要厘清。通常一剂大概是93%，但还是会有大概7%的人没有办法获得保护啦。虽然这名个案伫出毛仔了后就无去上班，不过出毛仔前4天就会喂人。经过疫情调查发现，个案伫20会当喂人的期间，捌去通机场第1、第2航厦同跌，并且去美美食街用餐，嘛捌坐通机场坐温。22和23活动地点嘛拢安尼。初步掌握个案接触者有73个人，主要以同事为主，健康监测的一直到8月11日。因为它的分子非常小，那所以它有可能透过飞沫传染接触到的这个物品，那都可能感染。疾管署提醒，毛仔真够喂人，有相关的活动时，民众爱提高警觉。若是出现发烧、鼻炎、感冒炎和出毛仔等等的症状，就爱赶紧看医生。累计今年以来，总共108例毛仔病例，国内感染的有67例，41例是境外移入。记者综合报道。做伙运动爱找伴，才有人替你来斗打杂。有一个姓李的男子，伫去年4月20日透早的时阵，去台中西屯一间连锁的健身房运动。本地是伫咧亚东健身，所以想互即个亚东的管缀着伊的颔管16分钟久，送病医急救了后收救回来啊。不过却变做是失文人。台中地检署用着过失当伤害起诉健身房的经理、甲现场教练以及遇到遮的服务人员。连健身刷定甲变成失物人，台中一名28岁姓李的查甫人，去年4月早起7点外去西屯区一间真有名的连锁健身房，杀70公斤重的杠铃，结果出到去得到阿妈棍，16分钟后被发现送病院，已经变成失物人。检方认为，经理、巡场教练和客户等4个人无及时发现，无法度推卸责任。那这个状况呢，是检察官认为说，这整个场所是一个不安全的场所，他们在这个最紧急的当下是殊未注意的。检察官认为说这个部分他们是有过失责任。健身房姓黄的经理、现场姓张的教练、监看监视器的吴和杨2位客服人员，被依照过失当伤害罪起诉，相当会当处3档以下有期徒刑。这间健身房业者指出，姓李的查甫人是家己训练的会员，对员工被起诉的代志不愿意回应。其他健身房同业是表示，其实加教练的过程有真侪细节要注意，加注意就当减1分的危险。没有使用所谓的安全护架，那就有可能他在操作过程中可能没有力气了。那旁边又没有人可以辅助，有可能杠就会直接砸在他的身体。你要找到好的巡场人员或者是健身教练不容易，对，所以其实有时候就是要变成说，自己在训练的过程中，先确认这些东西安全的东西可以先自保。健身的同业指出，体力杀教练安全环考的裂变关度袂当和胸坎仔挖上近，若是出落来的时阵，环杠才袂去得到身躯。现场人员爱随时注意会员使用健身器材承受错误或者是有危险动作，只有伫咧安全事项顶面落实，才会当确保大家拢会当快乐健身。记者综合报道。人讲拆家将冤财，也在台南玉井的爱文山影是世界通人知。所有这个业者偷摕别人的相片，假作是台湾在地种山影的，搁再甲因冒名诈姓，假作是一个做山影馆的高人赖永坤，为着歹互搁较侪人来哄骗着，这个赖永坤也已经报警啊。警方也提醒讲，民众尽量莫伫面册顶头买物件，较袂去互骗。
切做一片一片的爱盆酸呀，甲项啊打掉后变成金黄色的酸仔干，真侪人拢真介意。啊，毋过有不少业者用品质较歹的酸仔干，假做是肉整在地农民所出产的。下杀379安尼，你几折，然后限时抢购这样子，造成消费者就啊个用咱的相片啦，咱的所有网站的购书，伊拢甲你用落啦。比讲是个整酸仔干12年大英坤，是台大上学系毕业的，20多当前回乡种酸仔、卖酸仔干，甚至讲拍入去日本市场。一个月前接到消费者问促销方案，伊才发现家己的销商创业故事被盗用，伫网络顶悬行销，一条工上网络买来比较，品质较歹的酸仔干，毋但来源不明，搁染色添加香料，比较浅黄色这样子，你闻起来那种是点迄个香料的味啦。爱闻的酸干伊的特色就是较赤因为你无糖的，所以伊这烘开伊会开始撩混安尼。捍卫家己的名誉，嘛无希望搁较侪人被骗。大英坤已经去派出所提告。FB 上面说有妨碍他的信用的问题，所以说我们警方就用妨碍信用罪跟他受理。警方提醒，积压式的网络诈骗案真多，强调汇缴付钱，互民众相信。但是民众收回付钱了后，才发现毋是严重有问题，就是商品含广告无符合，想要退货嘛无得找人，所以呼吁民众尽量避免伫面册网络平台买物件。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咱来关心国际新闻。伫咧美国有一个真有名的加州蒜头美食节，在咧礼拜时阵发生了枪杀案。一个歹徒抓着这个枪，伫咧这活动的公园内面，乌白杀人，是有3个人不幸来死亡，有15个人来受伤。现场的警察赶到一个所在，甲这个嫌犯也交锋对垒，无到1分钟就甲这个嫌犯来枪杀啦。不过也有人发现讲，其实有可能有2名罪犯。警方目前正在调查。What's going on? What's going on? 看到人一个一个拢咧拼咧走，影片当中有一个女性一直咧问到底发生什么代志。这时阵，身躯后边传来一声响亮枪声，互人感觉真紧张。这段画面翕的地点就是加州吉尔罗伊所办的蒜头节，连续3届美食音乐加主家比赛活动，就要伫礼拜日下晡尾6点结束，想要到2结束无到半点钟，园区内底雄雄传出枪声，有人就开始以为是放炮啊，不过马上发现有人受伤。When I turned around, I saw this guy that was that looked like it was a sheriff, and I thought he just he hit the trigger by accident, right? But but when I saw him loading the gun and pointing at everybody, that's when I knew he wasn't the police. 当时园区内底有主警发现情形唔对当，紧紧就将歹徒断死。This incident tonight started at about 5:41 p.m. There were reports of shooting on the north side of the Garlic Festival area. Officers were in that area and engaged the suspect in less than a minute. The suspect was shot and killed. 加州这项蒜头节活动已经办了40年，是美国上有名美食节之一，每年吸引超过10万人来参加。想要到欢喜做会场下，竟然发生危险的代志，造成3人死亡，10几人受伤。死者内底也有一个6岁囡仔。警方表示，这活动是禁止炸枪，歹徒为了闪过安检，穿过围栏才无被发现。为什么炸着步枪随机杀人？警方正在调查伊的犯案动机。另外，有现场的人发现，好亲像有其他共犯，警方也表示正在调查当中。记者综合报道。伊斯兰极端组织波克圣地武装分子伫利贝攻击到奈及利亚东北边一个庄仔头，造成有65个人来死亡，也这10年来台北27000多人，造成几600人是有路无处流浪他乡，因拢爱住伫难民营内底。厝被烧了了，顶悬养母就被淹，村民伫死者遗体边仔默哀。奈及利亚东北部普诺州一个村庄，28号被极端组织博科圣地武装分子攻击，造成至少65人死亡。当地官员指出，一开始死人其实无遐尼济，听到互人是真艰苦。During the burial, they attacked them at the graveyard. Immediately they killed 21. Later, when the people, the remaining people heard about it, then they went after them
they still kill them. That makes the total up to 65. 奈及利亚总统布哈里除了表示谴责，也指示军隊伫空中巡邏甲地面行動來抓兇手。Today we are just coming here and then we are going back home, so that we shall have a security meeting to discuss the way forward. 本澳洲是博科圣地活动的主要地区，动乱已經整整10年，造成27000人死亡，數百萬人無家可歸，被迫帶去附近的難民營內底。If peace is restored one day and I'm told I can go back home, I'll go back to my village immediately. But time goes by and the situation isn't changing, so there's no way I can go home. 博科圣地主張嚴格伊斯蘭律法，過去的恐怖攻擊手段包括了炸掉教堂甲清真寺、綁票婦女甲囡仔，以及殺害政治人物甲宗教領袖。記者綜合報道。在日本二北半暝啊，伫咧山中线的外海發生規模6.5的地動，也因為這個地動的深度有到420公里，出現着異常震翕的情形。離地動中央點上界近的山中縣，卻無感覺到地動，顛倒是500公里外的強城縣，卻來感覺真搖。到新畫面內底，咱看到深夜好多縣發生地動。日本28號透早3點半外，喺東海地區的山頂縣外海發生着規模6.5的地動。不過發生地動的山頂縣卻無啥感覺，顛倒是500公里以外東北地區海甲真厲害，大家震度4。宮城県丸森町で震度4の揺れを観測したほか、東北や関東の広い範囲で震度3を観測しました。日本氣象廳解說，這個地動是太平洋板塊向西方指過登陸日本列島之下，地震源深度420公里之下。地殼變動產生能量，因此沿着太平洋板塊穿過，產生異常震翕的現象。一般地動是以震央為中心向外口拓開，感受到的震度是愈來愈細。不過人咧講的異常震翕，顛倒是距離愈遠，震度愈強。這個狀況以前嘛捌發生，過去2015年小笠原群島發生規模8.1地動的時陣，因為地動的深度有682公里，連佇1000里以外的關東地區嘛出現着震度5強甲5弱的狀況。記者陳時彤報道。受到全球暖化的情形，歐洲的阿爾卑斯山上懸的山峰白龍峰，卻因為冰即馬斷咧樣，也發生骨落擺的崩山，也即馬去爬山位啊變甲真危險，甚至有的路線也已經向砍過去啊。即馬是熱天，歐洲上懸的山白龍峰依然是一大片的白色。幾年看起來無啥物明顯的變化，不過真愛爬山的專家心內攏清楚，眼前的風景早就甲過去攏無同。Un endroit où on pensait pas du tout que ça allait tomber, et c'est tombé en septembre dernier. C'est un itinéraire qui était hyper classique et qui maintenant, on se pose les questions avant d'y aller. Ça devient peut-être dangereux. 受到全球暖化氣溫一直升懸的影響，白龍峰的冰河每年一直消退，運動站也開始一步一步揚起。山體岩礁也因為缺少冰雪粘度而崩落去，缺少穩定性的山體不止增加爬山的危險性，也佫直接讓部分爬山的路線消失。根據最近一項研究，法國一位有名的登山家伫1973年出版的《8大登山路線集錦》，到即馬已經有16條面臨存亡危機，也佫有3條已經無存在。Forcément, on aura une augmentation probable des instabilités. On la remarque déjà actuellement, on a des volumes plus importants qui se détachent au cours des étés chauds. Et on constate aussi pendant les étés caniculaires, comme ce fut le cas en 2015 et en 2003, on a énormément d'écroulements. Donc on a à la fois une augmentation de la fréquence et une augmentation des volumes. 事實上，即馬白龍峰的爬山大會已經為熱天漸漸變成條件較適合春天甲秋天。而按照目前每10年氣溫上升1到1.5度的速度，喺海拔將近4000公尺的白龍峰湧動土，可能過30-40年都會全部消失。記者綜合報道。進行中型航空伫咧罷工，真濟人坐無到飛機起錯錯的情形，大家也來想講，這個航空業要罷工，敢愛有這個罷工的預告期？
劳动部下晡举行座谈，讲到这个旅行业有来找这立委来沟通，要来修法，希望这个罢工的时间上起码爱15天前就来预告。不过华航甲中营拢建议是14天。也若桃园市空服员这个工会认为讲这个罢工的条件已经真酷啊，干那要来检讨到这个法规，唔是要来绑这个罢工的预告期，根本就是地边换汉字。华航的人资经理加航空业主管亲身来参加劳动部举办的座谈会，讨论讲敢是要定罢工预告期等等的议题。面对镜头拢无愿意加讲啥，毋过华航甲中营拢有提书面的意见，认定罢工预告期要有14天，旅游业者是认定上无要有15天。莫非若是要取消人客饭店，个班位，安尼才会付。我们是希望15天前预约的定位啦，种种，然后其实个人票倒还好，你团体来讲，其实真的是造成这一次最大影响，最大应该是团体方面。罢工一天，我们至少是整个产业会损失1亿。我们只要在国外订好的饭店，基本上大部分没有办法退。跟几位立委跟有做一些沟通。毋过劳方认为，台湾的法令对罢工的法定是真严，像讲劳资争议处理法都有规定，劳资调解无成功才会当罢工，而且针对权利事项的争议袂当罢工。意思就是讲，就算头家违反劳基法，劳方嘛袂当主张要罢工，因为干那伫调整事项会当行使，譬如讲要求头家提悬薪水、增加福利等等，这种上单纯的劳动条件谈判才会当罢工。所以讲，若是无全面先来检讨法规，就要定罢工的预告期。安尼干会当互劳资双方的状况更加无公平。其实，在前端的规定就已经对罢工的要件非常的严格了，对，但没有必要在最后一道再限缩我们的权利行使，对，他应该要全盘的检讨。劳动部答应讲会全部来检讨，毋过嘛表示，行政院已经要求因甲交通部来讨论定罢工预告期，会收集各方的意见，再过来看讲要伫民用航空法还是劳资争议法内底修法。记者综合报道。空污法的修法已经将罚金来提悬，情形严重者相当会当罚因2000万。不过，一寡歹心大行的厂商，因赚的钱是坐过罚金，为着要搁较互因来重视，环保署也定了相关的办法，会当追查到6年进前，看这乌心的厂商敢会较假乖乖。去年8月 ，PU 大厂达新公司被查获涉嫌偷接管排放废气800吨，逮捕6800多万空污费，涉案人员被起诉。类似这种情节重大的污染行为，依照空污法上当会当罚2000万。不过考虑到有的业者违法获利，远超过罚款，环保署发布新的办法，除了重罚，搁爱追缴不法利得，并且向前追溯6档。消极的利益就好比说，他应该支出没有支出，应该爱装的防治设备，他应该用的水电，等等这些可以追讨。可能因为这样而所赚的钱，也可以把它做一个追讨。除了污染行为人本身，大操作、大检验的业者嘛爱连带被追缴。环保署认为，业者无好处通摕，都袂想要冒险。环保团体虽然肯定新的办法利益真好，但是现实当掉的是，空污的行为真歹利啊，较免讲话会丢钱。利益虽好，但是很难去确认是不是他真的有违法，这个很难认定。偷排啊都是瞬间，那它最高浓度一下子就散了，然后很难去采样。环保团体嘛认为，即卖空污标准上零，希望会当加严。但是环保署表示，相关标准向前爱搁评估，若是定了上严，造成服业者用上好会当控制技术的 BACT 了后，搁无法度达到标准，产业界嘛会真倒弹。记者综合报道。用到红茶加牛奶，搁再加上台湾的粉圆，发挥着家己的创意，拼做咱的台湾味。咱的国民饮料珍珠奶茶，一年会当创造上亿的产量价值。根据外贸协会来表示讲，外国粉圆的订单爱排到明年啊。在今年日本的时阵也请刮刮，其中出口日本的粉圆金额就超过1400万的美金，也比去年同一时间来比是加码6倍多。手指粉掺水蜡经过机器塑形做粒，海选过滤，严格控制粉圆大小，甩去真空分装。自动化机器设备一直生产，因为国内外订单满满，机器爱一直赶工。
因为其实他们有一些如果真的量太大的，就必须排了之后才有办法去恢复它这个交期。36年了，我们已经外销了60多个国家。独家配方甲制成台湾制造粉圆，全球卖甲一泡泡，而且不止卖粉圆，也佫提供教学服务，协助学员创业。珍珠奶茶在台湾太竞争了，我们自己团队还有股东是日本，其实这个风口正盛，不是刚开始，而是一直在延烧。珍珠奶茶已经成为另类台湾之光，插到全球各大都市拢台湾珍珠奶茶的身影。根据农委会统计，敢若今年顶半年出口粉圆已经达到26813吨，年增率将近90%，出口金额4950万美金。其中出口日本的粉圆差不多4552吨，出口金额超过1400万美金，甲去年同期比起来，暴增差不多是6倍。那像今年在6月食品展的时候，我们有那个日本的买主过来，就是针对粉圆要特别来指定购买。但是那个几乎我们台湾的这个珍珠粉圆的一个产量订单都已经排到年底去了。外贸协会表示，珍珠奶茶市场过去2年展会已经销到海外，加上网络推动，今年日本世界拢是排队的情形。主要原料粉圆是抢甲变贵。经过财政部统计，目前全台饮料店差不多22482间，营业额为2005年以来一直升悬，去年已经有962亿，平均每年成长8.9%，今年有希望破1000亿的规模。记者综合报道。根据观光局的资料显示，今年咱台湾人伫咧旅行的人次是愈来愈少，不过这个钱却是愈开愈多。旅游业者也坦白讲，因为咱台湾人要去佚佗，拢爱先计划才要出门，而且咱旅行的时间拢经伫咧大日，当然会比平常时贵济啊。台东国际热气球嘉年华6月底到8月中来举办，而且拄好是休热的时阵，旅游业用大月计数来算。毋过生意嘛是好甲强滚。国内旅游想要一间房间拢无，毋过敢若伫大月时阵，观光局上新的统计资料表示。去年国内旅游的数量降低，毋过平均每一日的消费却是变悬，趋势就甲去年差不多。用106年来举例，旅次比105年提升3.64%，毋过平均每一日开的是增加1.52%。观光局观察国内旅游的市场，确实有衰退，而且流失的人客拢是40岁以下少年人。他一定要旅游，但他可能会选择国外。20岁到39岁这一段年轻人呢，超过40%，高达42%会受到影响。观光局分析，廉价航空兴起来等等的原因，确实让大家人较介意出国。毋过，是安怎国内旅游的市场衰退，房价却是搁遮尔悬。旅游业者观察，因为最近这几年政府来送连续假期，台湾人就开始惯习计划性的旅游，而且拢集中伫大月，所以计数就真歹降价。国内的部分大部分都是以寒暑假、旺季或者是4连休、5连休这种情况出去，所以相对的它成本会垫高很多。所以说，你看量能是减少，可是金额却是往上。业者认为，国内旅游大月甲小月的需求真正是差伤济，若毋是大月的时阵，旅馆阁拢无人要来，建议政府会当辅导较老的饭店退场，也是转型，嘛会当伫小月时阵用观光活动来加强行销等等的方法，增加台湾人伫小月出来佚佗的手法。记者综合报道。一定有真侪人会一车酸，也有人讲伊是血小心，这就是现代人常常讲这个消化道的疾病。这3年来，这款症头的人是为61万人爬到76万人，也为着要来判断这个症头是毋是甲这个血小心有关系，台北的营总大声来摕到这个无线的鸡毛讲，你若食这个鸡毛讲食落去了后，会当来检查你的肠道。不过，即马这个检查有较贵，健保是无放在内。只要将这个无线的护管啊对喙下入去，固定伫咧食道黏膜顶面，就会当透过无线传输侦测到一车酸的情形。上长会当下时间96点钟，患者会当正常生活和食食，比传统无线导管检查更加方便，准确率嘛对70%提升到90%。他今天做的时候看好，他觉得非常舒服。那隔天拔掉以后，他那个才说：“哎，医生，我这个拔掉以后，我才有胃酸跑出来。”所以这样子检查起来就不是那么准了。
医师表示，传统有线的鼻道管检查必须要将管线下伫咧食道内面。真侪患者因为无法度忍受不爽快，感觉放弃检查，而且食道当中的酸碱值，包括酸性也是非酸性，流质也是气体倒流，嘛是需要人工专业判读。但是去年国大上大新引进的无线食道酸碱高管啊，会当收连续96点钟无感感测，病患是毋是有影一测酸，电脑会当精准判读。不管是做24小时、做96小时，结果发现他根本他的症状跟衰一点关系都没有。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会建议你还继续吃那个制酸剂。医师表示，胃食道倒流搁互做火烧心，是现代人真普遍的消化道疾病。这3档得病人数对61.6万人次，增加到76.6万人次，其中差不多3成患者对治疗效果无满意。建议民众会当考虑自费做新型的食道检查，才会当找出镜头无法度改善的原因。记者综合报道。有人讲死道友无死病道，就是这个情形。在日前有一间甲级事业废弃物处理业者，要到新德县关西来设厂。有民众趁着今仔日在这个新德县政府举办国土计划公听会时阵，搁再强调讲，这个处理厂若是设伫咧凤山溪边，万一若是成功，未来咱遮的关西人啉的水是要安怎？要求县政府爱撤回这个案件。进前新德县传出讲有拄桃园专门处理甲级事业废弃物的业者，要伫关西镇来设新的厂，引起当地居民不满，而且伫工厂预定在外口来求白布条抗议。而到县政府来关西召开国土计划公听会时阵，最引起民众来现场关心，而且嘛伫遐一直骂。还有一个地方河上面一大堆的都是有毒的那一些废弃材，那你叫我们关西人喝的水怎么样？你要给我做一个设限啊！你不要任凭这个是工业机他们就可以申请。你干脆不用那么辛苦了，关西就全部我们大家搬家，你把它做工业机，特定特种的，什么特的都来，不要假，特的都来。针对民众的反对，新德县政府产业发展处表示，目前这间工厂已经申请，毋过还未讲到营业的项目。等待工厂确定提出来了后，县政府以行政法规来处理，落尾嘛更加来注意。他在申请的时候，他可能还要涉及其他的法令。那些法令要通过之后，我讲了通过之后，他真正才能去做这样子的营运啊。如果不是的话，他就是违规啊。目前新德县关西镇人口数量超有28000多人，在地民众反映，因为当地有一部分的区域去用伪造已经的工业用地，和关西镇的环境这几年一直在恶化，希望有关单位会当注意到因的心声，莫让污染继续来扩大。记者综合报道。根据原住民族教育法的规定，国校若是原住民族重点学校，内底这个原住民教师的人数是袂当低过全校教师的1/3。根据着教育部的统计，实际上这有做甲到的学校，敢若5成尔。教育部为着要留住这个人才，要用100万的奖励金来鼓励地方的政府。基部的表演会面顶跳原住民的舞蹈，这是新北市三峡国校的学生练习成果。学校内底有超过100个原住民学生，是原住民的重点学校。逐礼拜5的母语日，会有阿美族、泰雅族等5个老师来给因上课。正式课程内，在这个礼拜5当中，他们可以分门别类的去上所谓的族语课程。合格教师应该是属于86位的编制，但是那因为今年有调动的关系，所以我们才来了1位，布农族籍的原民籍的老师。照原住民族教育法规定，各校原住民族重点学校的原住民族教师必须要超过1/3。不过全台湾各校应该要请1300多人，所欠600多个，等于讲达成率敢若5成。而且全台湾超有360间重点学校，敢若有80间有达到目标。编制还有碍于这个授课的结束，那这些都有一个很严谨的一个规定，是不是能够针对原住民朋友的需要？这也是他们上面要去做一个研究。教育部指出，因为照计划甲各中各校老师人数控管的原因，所以学校确实真歹增加原住民教师，所以目前会甲重点放伫咧培育人才、选择人才，还有甲人才留落来做。不只是要培养他是公费生，而且要让这个公费生到重点学校去任教。
借聘办法里头，我们就让原住民籍的老师可以优先借聘到原住民重点学校。如果县市能够达标，那我们就会给他100万的那个奖励金。毋但鼓励各县市提报公费生来培育，教育部嘛协调各县市采用一般教师甲原住民教师分组的方式来甄选，阁有优先改聘甲地方政府聘任的比例达标的奖励措施，希望讲毋但会当提升教师的数量，而且阁会当顾到品质，找到符合学校需求的优良老师。记者综合报道。一间厝毋但会当互伊掠风撇雨，也会当留互囝孙仔来甲恁讲古。伫咧台南市有一间200多年历史的单室型旧厝，伫咧2014年奉指定做市定古迹，也开始进行整修，后年会来完工。不过，这个整修的经费要3600多万。这间厝目前也是私人的，会使讲是民间甲政府做伙来保存的上好示范。今日台南中西区单室型老厝，虽然建筑物是新残旧，但是闽式的传统含义建筑是真完整，占地超过350坪，正厅的宽度达到罕见6.4公尺，小港会当看出单价伫当时的风光。只不过老厝是日景风霜，加上进前的大地震，损毁是真严重，修复大约要9000万。为此，台南市政府文资处是争取到文化部重建历史现场计划经费总共3600多万，今日将展开修复的工程，能让后世不管是陈家子孙，或者是台南市广大的市民，保存的最完整的台湾先民他的一个足迹，跟他的一个生活方式以及文化上的启示。单室型老厝是建于1750年，嘛是台南上久的民体建筑之一。毋但建筑保有台南特有的铁架道，厝内面阁保存真侪清朝的牌匾，阁加上历代的整修，嘛见证历史变迁的价值特色。而单室型老厝伫2014年指定为市定古迹，嘛是台南市少数记录列为古迹的尸体。过去曾经传出要卖出去的消息，最后是透过单价的后代以及公部门的奔走，最后终于会当顺利来动工修复。这么好单价后代是8块红。我从小学1年级到大学毕业，都住在这个房间，跟我的祖母。要把这个我们从小长大的家，能够把它重新修复。它是一个当初城市族人在这个地方开垦，那整个奉献给整个台南府城这些贡献，像这种穿透式物件相当的精美，它整个一个画工雕工工艺的价值相当的高台南文资处讲，未来完工了后，单室型老厝将会结合周围的文化资产中约，就亲像赤坎文化园区以及历史街道，将会打造出文化首都具象的历史新风貌。记者王庆云台南报道。金钟奖导演做水源，有一部改编自陈耀昌遗书的原作，也是历史的大戏《咖喱花》。今仔日的青岛影片正式对外放送。8月就要来开始，为着要让这个摄影团队会当更较活灵来运用，让这个影片更较真，也对外来募资，希望会当完成一出大制作。金钟影后，温晶玲和艺人发表伫咧3人夜客当中，2个人分别扮原住民查某囡仔蝶妹和西方领事李善德，要伫西元1867年的台湾谱出一段异国恋曲。金钟奖导演周水源伫咧戏剧100清了后，计3年半开超过1亿5000万，改编自陈耀昌历史原著，要打造历史大戏《咖喱花》。剧情描述美国商船罗美号1867年伫咧恒春半岛外海发生船难，船员无长池走入去原住民领地被杀害，引起冲突的故事。很多人对台湾的这块土地，那个母亲其实那个面容是很模糊的，因为我们太少这样的戏去记述这样一个台湾的过往。傀儡花这出戏，它的酝酿并不是很短的时间，其实4年前就开始，机会是给准备好的人。整部片头一摆公开，带领观众重回150年前台湾的蛮荒时代。不管是大船靠搭，外国军队全副武装打起来倒来，以及准备攻打外地的原民部落，完整还原改变台湾的历史事件。剧组为着要呈现历史气氛，考察史实资料，搭建造景，演员拍片嘛，也真辛苦。戏里面总共要说4种语言，包括英文、
客家话、台湾族语跟闽南话。那我们戏中其实很多演员还需要学习骑马、射箭，然后包括编织，还有文史课。演员像戏校出席，历史剧中的人物行出历史。导演周世元表示，戏剧会伫8月开始拍，为着要扩大场景规模，加强动画表现，所以举办精致的活动，希望大家斗相共，呈现比较最美丽之岛福摩萨的时代，和台湾优质戏剧搬去国际。记者综合报道。第7间大学应用日文系的助理教授蔡益德的日语课全班是上加笑嗨嗨，因为伊教册方式真活泼。伊是老师，也是一个作家，在今暗时9点，公视台语台台湾新简介来听伊讲日本文化。欢乐的笑声，轻松的气氛，这是蔡益德教授的日语课。甲一般传统式的教育方式无共款，蔡益德的教学内容是对学生的兴趣内面找想法。是来读阮系的囡仔啦，就是来读日文系的囡仔。大部分其实当初就是真济啦，拢是因为讲伊介意日本的动漫啊，还是讲日本的迄个次文化过安就对啦。啊，其实伫阮的学校，阮嘛是拢鼓励这囡仔，就是讲，这若是你有兴趣的物件，吼，你就好好去用安尼。啊，迄个中间的过程，你会提升你的语言的能力嘛。哦，我感觉讲这毋是歹代志，而且这是需要去鼓励的代志安尼。除了伫大学教课以外，蔡益德的另外一个身份是一名作家。其中卖真好的一本册《表里日本》，写出了蔡益德独特的观察。其实啦，加少少啦，都大家对迄日本人拢有存一寡幻想啦，啊，甚至安尼讲一寡偏见啦。比方讲咱定一寡讲日本人有理无体啦，有诶无诶安就对啊。啊，但是咱回头转来想，咱台湾人对。咱讲意思讲就是日本人有理无体啊，咱家己较识代替安尼有无？啊，但是咱当时看咱台湾人的一寡表现甲行为，敢若嘛无啊，吼。比较起来，像日本人可能上无人够有理嘛，吼。蔡益德曾经住伫日本11年，对日本有真深的敬意甲爱意，但是依然希望家己保持外国人的身份，以客观的态度清楚看日本的样貌，同时和台湾人更加了解日本，对日本好甲歹的经验得到新的体验，这嘛是蔡益德的目标。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北部地区为27度到36度，中部地区为26度到35度，南部地区为25度到35度，东部地区为27度到35度。咱来看外岛地区，为27度到34度，还佫未来3天以上。新闻最后也带恁来到美国看北美的轿车赛，也感谢今仔日恁的收看，我是嘉豪，马上同一时间咱再会。为透早到暗暝，为过去
即马到未来。不管是都市还是庄脚，不管是好天还是歹天，逐礼拜五暗时9点到10点，公视台语台台湾艺术部记录台湾事，做伙拼未来。想桃爱几岁才会当送较袂失礼咧 ？A 50岁 ，B 60岁 ，C 70岁。我这就唔知啊。想桃啊！你有钱即马拢有对食的呢吼。阮感觉假期是迄个咱这个台湾的真吉祥的数字啦。咱不是讲人生70才开始。无，70就准备死了。拜一到拜四暗时8点，恭喜台语台全家有智慧。台语公话麦。冰棒、冰鸡、卤肉饭、肉肉饭、乌鱼子、蚵子、馄饨、扁食、饭团、饭丸、油条、油炸粿、豆浆、豆泥、牛奶、牛奶、爆米花、爆米花、豆腐乳、豆乳、口香糖、秋林糖、干，迄英语嘞，零嘴、四洲啊，爱玉、二油、麦芽糖、美乐哥、蜜饯、姜生丁、姜母鸭、油啊、梅干菜。啊？咸菜啊？甘是咸菜啊 ，pass。恭喜台语台。球是圆的啊，也袂拍，你拢唔知影输。打对较无的时阵，他就需要在。恒春半岛有一支少棒队，影响爱的不是比赛内容，是变做互一寡爱拍棒球的囡仔有一个好环境，会使好好读册，好好拍球，好好找家己的兴趣。打安打老师都会请他吃东西，称赞他很厉害。有没有人有打安打的？以学校教育的目的吼，就是希望囡仔会当勇敢的去做梦啊。因为铃木一朗他说过一句话，他说完成梦想就是累积微不足道的事。因为青春，所以有梦。每礼拜三暗时10点，青春咱的梦。准备要来看工啊！万路行动。是你的港股的我赢快，希望大家吼有输无输来坐大输吼。咱即马行的这条路就是等来走厝的路。有输无输，坐马输。这是公视台语台，接落来请收看咱的节目。全家有智慧啊！阮兜上跳。全家有智慧，就是你兜有5个人。来阮遮吼，过5关挑战所有的题目，就会使上济3万块奖金，互你炸登去。好，即马今日来欢迎2队的来宾。好，来，上我这边。好，我这边是民杰台语通，咱的邝明杰。大家好，我是邝明杰。
哎，讲了真好，哎，讲了袂歹哦，讲了真好。哎，我的台语无算好啦，我边啊这几个哦，台语才是吓吓叫的啦。吓吓叫。我给来介绍一下。好，来，好，来介绍一下，这是校长。校长何校长。何校长。你好。而且何校长有参加过迄个演讲比赛。哦。伊嘛是什么？台语电视台电台主持人。哦。这是要讲的啊。你家己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何元兴，即马伫咧新庄长隆国小做校长。我是自细汉讲台语啦，但是有一寡较文艺，我可能较无法度，歹势啊。一开始就家己有会讲歹势啊。过来咧，过来咧。来，好心，来何好心。大家好，我是何古彤，这个字就歹念的。因为阮爸爸是读迄个台语的嘛，所以较文青安尼。伊自细汉就教我讲。哎呦，台湾大学哦。这是台湾师范学院的。台湾哦，搞。伊自细汉拢讲台语啊，所以无啥认真也毋过蛮晓讲。过来。大姑啊，嘿，李长哦。我要你的李长也认真吼，真欢喜来这录影，非常感谢，谢谢。谢谢。刷来就是迄个叶好心。大家好，我是叶冠杰啊。真欢喜会当来遮录影，谢谢。赞。是。阮这边就厉害啊，恁这边呢？哦，阮这边哦，都爱讲，对吧？用的啦。我的山友队长来。我一讲到安尼爬山了，身体拢足用的啊，头壳是有较差啦。我来甲介绍一下。介绍一下，潮州味，看的身材就知影，足爱食的，足爱煮的，以前是中破西，但是即摆是。庙公，木栅早是咧开餐厅，木栅有一个中顺庙，这边来，好来咱刷落去咧。刷这位呢，真无简单，家己开公司，做董事，你不要给我名吗？啊，你叫小平啊，小平子，来刷落去。阿芝，我们叫阿芝，叫荔枝啊。好食的奶鸡啊！来，扫入去。小鲜肉你都爱家己做。家己介绍。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谢义宏，夏义宏，对，夏义宏。夏阳。对，整个是我的师兄。师兄，我原来是师兄，师公吧？因为应该师公在咩家啦？师兄伫家就对啊啦。哦，好，不要紧，若要学台语吼，咱即马就该介绍一个老师，咱就通啊导啊学。嘿，来，咱即马来介绍咱的台语国文老师。今日是咱的王秀荣王老师。大家好，我是秀荣。大家台语讲了袂歹吼，若要水，食果子；若要巧，讲台语。对，若要水，咱就爱食果子；若要巧，咱就爱讲台语。好，咱即马就来比看卖，啥人的台语较好哦。好，第一回合 ，start。讲价排行榜用轮流回答的方式进行 ，A 家庭回答才会换 B 家庭回答。答案若出现伫咧排行榜前5名，就会使得到分数。两队每一条题目有2摆错误的机会。来，即摆咱来资格赛，嘿，来2队，即摆甲手放喺面的顶面。哎呦，紧嘞，上个咱出题。请问，若想要赢饺，有啥物款的开运方法的前5名是啥物呢？阿袂哦，阿袂哦，嘿，赢饺开运哦，想要赢饺哦，前5名，来请就答，好来，来，咱的台语通啦，嘿，我编过来，拜财神，一定要讲财神，我爱讲五路。五路财神，拜五路财神，加一个五路好无？你讲财神，你讲拜拜，你讲财神，我讲五路。拜五路财神，好，咱来看对，拜五路财神有啊无？新年保庇啦，嘿，五路财神就是新年嘛，就请新年保庇来，咱看分数。恭喜咱的台语通得到15分。
拍麻将我内行咯。哎，若想要赢饺对不？是。第一，厝内面啊一定要放迄落金元宝。金元宝。嘿。有水就有财啊！有金元宝啦，金元宝啦，啊，抽钱加钱啦。啊，咱定定看就是水，一粒球遐滚遐水流财对吧？风水。咱来看一个，水流财有啊无？恭喜哦！咱爱爬山得到24分。再来，免给咧，炸钱母。钱母哦，甲钱母放伫个身躯啊，我去求嘛。对啦对啦。平常时新年的时阵啊，都会去拜拜啊，求迄个发财金啊，红包安尼。炸钱母有啊无？咱即摆是要赢饺，嘿，赢饺爱记。看，这一边，迄无我有拿到着啦。两条命已经一条命无去啊！嘿，来继续搁收，来换这边。换这边啊！饺骨啊，爱先甲放在桌仔顶，吼，啊甲摆，啊甲讲，我赢饺。今仔日哦，爱我赢钱，啊我请迄三个朋友哦，抬互因哦，滚。哦，意思提饺。饺骨啊，甲祈祷啦，甲拜甲求啦，讲啦，来，有效的哦，嘿，有效哦，绝对有效的啊！饺骨，好，来，咱来看者，提饺骨来拜，有啊无？敢有影这灵巧？哎呦，来，看分数。是恭喜咱爱爬山的健哥这边得到28分。好来，有的时候风水轮流转，对，风水轮流转，水流转，转到遐无好的时阵，你就桥倒啊，桥一个，为着风水安尼转啦，桥倒啊，乖开啦，哎呀，莫讲到遐尼歹听。咱来看者吼，桥倒啊，乖开有啊无？得17分哦！拍麻将哦，嘿，不管是拍麻将还是玩查某啊，嘿，还是摆个科技棒，嘿，一定爱换一个内裤。啊，不过每一个人的色不共款哦。诶，我是看过拢穿红的啦。是吼，红。你有检查过吼？哦。好，咱来看者内裤吼，咱来看者内裤有啊无？歹势，真哥，咱穿红色的内衫裤是第4名，不是啊，第6名，敢若4分尔。哦，所以啊，嘛是有。战袍咧。战袍咱就较等咧，嘿，咱即马已经一条命嘛是休困者穿一条，来换咱边夹一边。卖洗手好无？卖洗手哦，因为卖洗手，听拄拄好，手气好嘛，卖洗衣裳。嘿啦，卖洗手也是卖洗身躯安尼啦。好，咱来看者，卖洗手，卖洗手有啊无？无命啦！看咱这边爬山的朋友。我内裤衫也无也拢不要衫啦，衫，嘛是讲阮衫，战袍，好啦。哦，逐摆拍麻将，逐遍穿一领，逐摆都赢，啊，就穿一领，啊，运好啊。对，卖洗，啊，甲迄落拜拜。哦，好，咱来看者，战袍有啊无？咱来看者好不？好。想要知影讲第5名到底是啥无？来，咱看一下。啊，喷壶啊啦，喷壶啊，香火啦，对啦，天母嘛是差不多，吉母应该是较落啊较厉害一点嘛，因为吉母吼，敢若过年才求啦，所以唔是定定会使摕到的啦。好，来，咱即马先看一下，内裤嘛算符啊呢。因为你穿内裤，你拢会画一寡物件喺顶悬吗？这内裤就是特别的嘛，哎，那个颜色，哎，那色个不？对啊，那色的算一个符啊。恁今仔日过迄拢是符啦，符啊！等下你讲啥？拢红胸啦，是红胸啦，是符啊。
咱就来看一下分数，咱的全场爱马山52分，咱的民杰台语通32分。好，等下老师插播，伊要甲咱解说一下，到底是什么意思？来，老师。因为摊多大家拢咧讲吼，爱换风水啦吼，啊，其实咱伫个台语内底，风水是算较阴的，啊，你若准讲是要换厝人的地理，爱讲地理，啊，毋过即有当时大家拢懒咧用，啊，希望大家会当小可了解一下，风水阴的，啊，地理是用的。好，来，咱后一题，手放在另个顶面。准备哦，准备哦。袂当试哦，吼。请问为电视剧内底学来求婚方法撇步前5名是啥物呢？我甲恁提示一下哦，是网络顶悬少年人看到电视剧、偶像剧内底遐求婚的方法，因感觉上赞的前5名哦。来，请手答。哎呦，民杰台语通。哦，来，教堂求婚啊！哎，好，咱来看这里，教堂求婚有啊无？才第2名而已。恭喜第2名20分。来，我咱这边爬山的朋友，哦，冲起来哦！哎呦，开庭的那个，你也使讲下环哦，开罐的拉环哦，当工啊，当球会借，一开罐上面一个环呐，拿那个来当嘿，哦，就是咱的开罐啦，嘿啦。嘿，啊，拍无去嘛，无要紧。趁伊无电，偷去买一罐来 Q 咯。好，咱来看这里，开罐啦，嘿，有啊无？伊的鉗啊，迄种迄就对啦。梅仔酒的鉗啊啦，有无？迄个罐啊的鉗啊，嘿嘿。好，来看分数。是恭喜咱的这边得到12分。好，来换咱民杰啦。规个好啊，规个求婚啊，规个求婚，规个提哦，一支卡安尼，一支卡。好，咱来看这，规个求婚有啊无？来，恭喜哦！这头一名是28分。好来，爬山的朋友，浪漫的哦，是，但是讲起来是足多的啦，用迄个柜台车的玫瑰花，鸡龟啊有无？哦，柜台车的鸡龟啊，柜台车的花，啊，柜台车的什么物件？上一只足大只个菜的物件。对。啊，送到面头前，对无？啊，家己把规个拢飞出。哦，看到囡仔送新美女去，哦，公园啊，所以啊，有影，柜台车的鸡龟啊，无就玫瑰花，有啊无？哎，这嘛真浪漫。对，得到9分。女生直接跟男生求婚的，阿公，你娶我好不？我讲有影。好呀，有影啦。你讲有影。我讲诶。即摆少年的较介意这啦，少年了。你讲直接甲讲就对啊啦。直接讲，我要嫁互你，还是讲你要娶我无？还是讲你娶我好无？好，咱来看者，直接讲有啊无？恭喜哦！虽然讲是第5名，但是有8分。来分数，即摆先甲看一下哦，哦。是，咱爱马山73分，啊，这边台语通94分，爬起来咯。不要紧，咱阁有一题通啊拼。好，来，咱甲手放伫另个顶面。好，来，加油哦！好，来，上个请出题。请问旧历7月就是咱的几月吼？的禁忌前5名是啥物？大家知影7月要到啊吼，爱注意的代志啥物咧？对，掠高梯所在啦。到7月的时阵哦，水边唔同。旧历7月禁忌有啥物咧？你一定爱知影哦。啊，看到全省敢若像咱汉阳集团。我哋足少人用这种现代乐团。伫江中东西，伫无顶走跳。大北港18条团圆。
手势，一句气文。阿公有讲，这家里无论如何一定要团的啦。一声歌调，一段青春。阮这代爱伫传统戏曲生活吼，确实讲真困难。戏出哪人心，人生哪戏出。公司台语台，台礼拜四暗时10点，请准时收看《歌剧人生》。春夏秋冬，日本有美丽景致，特殊的文化参好食的料理。咱客体要来佚佗，体会分离，奥妙的代志就会来浮现眼前里。哇！客体要游日本，每礼拜一、拜二暗时10点，伫咧公司台语台。台语我上高，敢有影？真的晓讲台语？啊，无咱来拼看卖，我是要安怎拼？足简单的，就是爱看这个节目《往来时光闪拼闪》，台语台全新的囡仔节目，由我这个啊个新的来主持。我有足多趣味的挑战，要互大家讲台语、拼台语，看相上厉害。伊今日囡仔就爸爸妈妈，阿公叫阿妈，做伙来收看《往来时光闪拼闪》，水哦！好来，哇，饲着爬山的山友来，有讲啦，嘿，到7月的时阵哦，水边唔通去，溪边海边。啊，是大人讲会讲啊，7月到啊，你唔通去游水啊，游泳池拢唔通好去，是不是？是，好，咱来看这个，海边啊啦，水边啊，唔通去，有啊无？哇，其实吼，甲各个报告，咱看到的是第8名。哇，唔通算最第8名，伊干那6分尔啦。我紧，你搁一条命，搁一条命。来，咱搁想者，来，你家这边。这危险出来无？我卖买厝好啊。也好呀，哎呦，卖买厝较好。对，因为当卖生意做嘛，卖当买厝嘛。买厝你睇见嘛是？对不？这应该是4月迄个弄出来啊嘛，好呀，伫弄出来。系啊。那你讲买厝对不？啊，搁入厝。对，迄嘛是真嘛是啦，入厝啊，买厝这拢是真禁忌。系啦。好，来，咱来看者买厝。好，咱来看买厝啦，是毋是有禁忌？有啊无？哎呦，高家呢？搬厝买厝拢同款。恭喜得到财婚！哇，愈来愈悬啊，愈来愈悬啊！好，来，咱来看咱爬山的朋友这边。有庙公地应该透动。对啊，庙公地应该是。水边都无法度啊！我见哪个有啊？有啊，有啊。鼻卖去哦，鼻卖去哦，卖去看鼻啦，啊那卖去看鼻啦，因为鼻嘛较阴。啊那。好，鼻咱来看者，鼻有啊无？因为鼻真正有影较阴啦。恭喜恁得到21分！哇，冲起来，冲起来，变起来！注意掠高梯所在啦。哦，注意掠高梯。危险的所在就是惊掠高梯。爱注意，爱注意，随时有人敢有遐个模型啊，好呀，你也敢掠高梯。就是意思就是讲吼，会去迄种较危险的所在无？会注意掠高梯的所在有啊无？哇！好来，我这边。请讲。免隔穿。哦，这重要哦。重要的，对。免隔穿。好，咱进来看，免隔穿有啊无？甲收水共款，放到后壁。对，因为吼买厝卖厝特别提出来讲。啊，但是计出是大家已经拢知影，所以已经咧第10年。就敢若收水，大家拢是拢知影，普遍大家拢知影了解。我2条命，休困一个吼，来，免给啦。细汉的时阵，
系啊，对。细汉时阵你唔是鬼月，是暗时的时阵，你考试啊落去。对，暗时嘛，系啊，讲老爸老母啦，意思就敢若叫咱啥物啊来？对啦，大家拢会惊啦。考试啊，袂当这是细汉时阵听，袂当考试啊。好，咱来看一个，袂当考试啊，有啊无？你讲吼，袂当考试啊是第6名。哎呦，不要紧，咱还有机会哦。咁唔可能，翕相，係啊，翕相啊，念名，翕相啊，念名，念名对吧？好，咱来看。念名，翕相也是念名。好，咱来看一下，翕相也是念名，有啊无？嘿，真正暗时啊，莫翕相，定定翕出来吼，朋友加足多的啦，啊，用迄恁得到23分，啊，搁一条命，搁一条命，嘿，啊，搁一条命，紧嘞。因少年的啦，少年看网络有讲，迄7月时，迄个鞋啊，卖放伤真济啦。哦，系啊，爱放神杯啦，卖放又惊人顺单安尼穿落，系啦，那个衫老的是讲。卖太老诶，衫卖皮诶，衫卖皮暗时卖皮诶，外口。看你要尊重少年的无啦？嘿啦，尊重恁吼，尊重恁吼。好，鞋啊吼，鞋啊卖摆伤整齐。好，咱来看一下，鞋啊卖摆伤整齐，有啊无？有无？你遐有无？我甲你讲，伫咧这内底连10名嘛咩？来，咱先看第4名，到底是啥货？到底是啥？好，唔通坐买房车转去啦。哦，这咱较无想过。哇，因为学生囡仔吼，定坐公车，尤其补习暗时啊10点外坐买房车，接济啊。即摆少年人拢嘛愈换转去愈好。但是这网络调查拢别人咧回答的。根本嘛无咧惊，嘛无咧信。即摆少年的其实对着这种物件嘛是会惊的，真正。好来，咱看分数。是咱爱爬山94分。好来，免紧啦。大一通142分。太好，来，咱即摆先进入咱的第2回合，手搭顶高机。手搭顶高机，2队派出1个人来手搭，讲出正确台语的人就会当得到分数。总共进行5条题目。好，来，这个回合啊，真简单。对。第1、第2、第3、第4、第5，咱照第1个开始20分、40分、80分，安尼落去60分、80分，上最100。看啥人要摕20分的就先起来。嘿，啊，人高的就是100分的伫后壁。好，来，咱1、2、3、4、5，来开始叫牌。拜。最后来。好，那你先。我是关键。啊，咱摆好，请第1队的起来，真好。咱3个身高比起来，介好看这种画面有啊，噔安尼落去吼。你平常时啊有接迄种讲台语的戏？足少的。吼，你即届若来阮节目了，你应该通啊豆豆啊，通啊接这种戏。嘿，因为啊台语较想遐足水的。嘿，足好听的啦。足好听的吼，等下佫较好听。嘿，来，弟弟。啊！你平常时有定来讲台语无？厝内拢在讲。等候你甲哥哥这个年岁时阵，你若徛起来遮，你就袂惊。而且咱等下看题目了吼，较是有影无啥会惊。好来，咱今晚请出题。好，咱今晚看到这张图，伊的华语叫做高雄美浓。啊，借问伊的台语安怎念？请手答。好，来弟弟。高雄美浓。好，咱来看者，老师是不是叫做高雄美浓？对啊。来，换这边。一行。高雄美浓。哦。高雄美浓，听起来敢有这个意思啊吼，因为这看起来就应该较客家人。好，美浓。美浓，老师是不是叫做高雄美浓？是。哦，是安怎念嘞？来，老师。
咱来解说一下。咱正确的答案是高雄美浓。美浓，啊，一般就是美浓粿，迄是英语的外来语叫做 melon， 就是美浓，所以你听到的是粿，啊，咱地方啊叫美浓。啊，真歹势，这题20分，两个拢无。后来咱劝举一个。来。哦。啊，咱这题是40分。40分应该是无问题嘛，小萍姐啊。我知。应该无问题啦，对你来讲，你拄啊看迄图片有简单无？有真简单对无？我是20分的啊。免紧张，免紧张。好来。嘿，足紧张。袂啦，我看你甲恁爸爸校长安尼讲话真好。我因为平常时就拢安尼搭喙鼓啊。搭喙鼓，啊，拢是讲台语吗？无啊，国语嘛有台语啊。哦，参杂来就对啊。啊，好，不要紧，咱即马先看题目，请出题。嘿，伊的华语叫做台北猫空。啊，伊的台语叫做啥？请抢答。好来，小萍姐。台北鸟空。台北鸟空，你直接就甲翻出来就对啊。猫空对，鸟空。来，咱问老师者，老师是不是叫做台北鸟空？是。好笑。儿子。因为我有听过阮老师讲有鸟空、鸟空、鸟空空，所以我感觉鸟空应该是对的。啊，毋过应该是叫台北鸟空。啊？因为伊讲台北。台北，你要北还是要北？我是北。北。嘿，我拄啊发现你也毋是。好，不要紧，咱来问老师者，老师是不是台北鸟空？哎呦，那还要浪费。不要紧，咱请老师来给咱解说者。老师，好，这个虽然咱坐运的时拢常常听到讲台北鸟空，不过其实这在地人拢讲鸟空，因为遐是迄个乌黑地形，就是迄溪水流伫迄溪仔底，伊的溪仔底有一鸟安尼，所以在地人拢讲鸟空。会记了鸟空，好来，咱请起。迄其实吼，看起来拢足简单的对无？系啊。而且咱平常时啊嘛有念，只是音的问题。所以讲啊，后这题60分对无？咱看者无定就是迄个音的问题哦。哦，哎，我是唔知啦。来，咱请出题。哦。哎呦，伊的华语叫做基隆暖暖，啊，伊的台语请问叫做啥？请就答。基隆暖暖的台语爱安怎念？你敢念会出来咧？听就舞台，世界就是你的。2019年第5届 WBSC U12世界杯少棒锦标赛，对7月2日开始，公司台语台现场播送。世界就是你的。2019年第5届 WBSC U12世界杯少棒锦标赛，对7月2日开始，公司台语台现场播送。来哦来哦，爱表演又够高讲台语的小学生，赶紧招过来！公营倒转来，欢迎大家来表演。不管是啥物内容，唱歌、跳舞，还是搭水果，只要你敢唠台语，都有机会用个参加录影上电视，甚至甲10万块的奖金抱回去。公营倒转来，等你来报名哦！盐小妹真古锥，朋友欢喜来斗阵，四界去佚佗，会拄到啥物趣味的代志呢？大家啾啾，大家搞炸！我即马是第2岁的大美女啦！你要惊死人啊！来
回家不刷牙床，到处都是游乐场，别倒啦！哎呦喂！严小妹伫公司台语台，看严小妹讲台语哦。来，咱请出题。哦，哎呦，伊的华语叫做基隆暖暖，啊，伊的台语请问叫做啥？请手答。哎呦，请手答。来啦，那有人安尼啦？免给你来。我听过那个软软哦，软软。你同齐念4个字。软软软软。不是啦，基隆暖暖。哦，家人暖暖。家人暖。家人暖暖。哎呦，家人。哦，基隆是家人。对，家人暖暖。好，咱来问老师。叫你暖暖啊，无叫你家人啊。哦，因为爱加在一起，家人暖暖。好，咱来听老师，老师是不是叫做家人暖暖？其实本地讲家人暖暖是对的，吼，啊，因为有当时人讲家人，啊，其实家人迄个所在，甲迄个家人完全无关系，伊其实是凯达格兰，伊迄个凯达格兰，家人。吼，家人迄个音安尼，啊，软软迄个物件，就是讲伊遐顶悬写软软，啊，不过咱实际上咧发音爱软软。软嘞，哎，就有啊！你看有简单无？足简单的。向荣姐啊，说感觉讲无可能的代志发生啊！好，不要紧，咱个千字，来后一加油！有无？真简单对唔对？嘿，你一般念一个尔，无定就是互恁摇着啊，吼。是毋是校长？哎，对。我感觉这队吼真紧张，因为这队80分，因两个啊，拢一直伫看头前，足紧张的，唔免紧张啊，椰奶子，免紧张。好，来，咱请出题。好来，伊的华语叫做台北迪化街，啊袂啦，校长。系啊，少问的伊的台语安怎讲？啊袂啦，啊咱拢实话吼，来请出题。哦，来，迪化街，哈？迪化街，迪化街，对，是台北迪化街，台北迪化街。好，咱来问老师者，老师是毋是叫做台北迪化街？唔对。啊，咱伫遐咧画街。画街无，唔对。好，来换这边。叫做台北迪化街。哦，老师是不是叫做台北迪化街？诶，校长的音是对的。是。因为咱台湾足侪地名吼，经过这时代，有当时啊是日本入来，咱可能有高雄、民雄、什么丰滨迄款的，过来就是国民政府入来了后，就甲这个台北车头附近变做是中国遐个地图，所以咱有中庆路啊，什么路啊，迪化街伊就是一个路。不过咱在地人其实咧讲的，拢是讲南北街，因为伊有一条大路啊，南街北街拢足矮啊，足闹热的，所以希望大家通知影讲伊的本名叫做南北街。南北街，好来，好，谢谢。3000字。哇，拄啊80分，互恁摕转去安尼。是啊。啊，所以讲即马100分，你有想要让伊无？啊，哪会当让就一定爱让的啊，对吧？这个100分尽量啦，你尽量，尽量啦，哈，咱庙公朋友尽量，吼，啊，咱的姑啊，咱嘛尽量啦，吼，来，咱请出题。嘿，伊的华语叫做花莲舞鹤，就问伊的台语叫做啥？请手答。再来这边姑啊。花莲舞鹤。花莲舞鹤。好，来，咱都看老师，安那是不是叫做花莲舞鹤？不是。哇，来，庙公朋友，咱有机会啊！花莲舞鹤，
要舞什么？舞袖啦，舞袖，花莲舞袖。舞袖啊，舞袖是迄个舞袖，好啊。是毋是舞袖？哎，好，咱来看者，老师是毋是叫做花莲舞袖？唔是呢，嘛唔是花莲国哦。哦，这咱就爱请老师来甲咱解说，到底是安怎念呢？好，咱其实台湾的地名内底有足侪拢是甲原住民也是北部族有关系，所以咱这花莲遮有足侪阿美族的。这个武赫这个所在当然是迄当阵日本来个改名的，不过咱本地伊是阿美族的迄个大地茶帮，伊有一个传说，因走就是一个人用落大雨爱秘伫个茶帮遐安尼。啊，这个茶帮咱要安怎去发一个音，叫做沙巴。啊，台地咱叫做什么顶嘛，所以这个武赫这个所在叫做18顶，谢谢老师。哇，要安怎？来，上诶。是。安尼哦，遮尔啊竞争着，结果咧。两位几啊地安尼，来，咱即马先看一个分数好无？咱的爱爬山94分。来这边。台语通282分。哇！所以讲，咱即摆就爱请台语通，甲咱来去专家抢奖金。专家抢奖金，拢总有5条题目，家庭内底派一个人回答，答案正确就会当得到对应的奖金。答案错误，另外一个家庭有机会抢走这条题目的奖金。奖金上悬的家庭会使进入最后一回合。哇！这吼真正都爱请咱队长上台啊！是，请咱的孔明哥。是，来队长请。孔明哥，你会紧张无？会哦，那袂，可能袂。袂啦，拄啊，你那咧答题较像样哦。你若想一个，其实就嘿，等一下就好啊。迄是运气较好。好，咱来即马来看一这运气的，佫较好。哎呦，对，无唔对，咱来看一题目是啥？好。我选题吼。5个题目，上个来。马2000，收4000，空6000，白8000，义10000。那安尼就想心酸是空是6000，伊的题目是啥？来。俗语伫咧讲，孔子讲唔敢受人假面贴，请问伊是什么意思咧 ？A， 就是无凊彩答应代志 ；B， 就是唔通伤过迷信 ；C， 唔通共乌西收遐乌西钱啦。是免急啦，你有40秒的时间哦。来。迷信吗？看他参详。校长跟你袂使乌白人答应的。袂使答应人乌白人，为什么？袂使应人。咱台语讲吼，明仔教你唔知。明仔载死的我也唔知啦。对啊。就是讲袂当因鱼打烂，对宜兰人应该捌听过。所以恁选的是 A 嘛 A 吗 ？A。好，咱来看者 A， 卖青菜答应代志，对唔对？恭喜咱的台语通得到6000块啦！来，老师，咱甲咱解说一下。就迄个假面，就是明仔载的意思嘛，过两工。啊，孔子讲遮尔巧、遮尔有智慧的人，拢唔敢去答应讲以后会发生什么代志，啊，以后爱做什么代志。所以咱台语其实佫有一句讲，你应人较惨欠人，就是莫随便讲凊彩讲答应，吼，也是讲讲爱情，我爱你一世人，啊，其实嘛无一定安尼。嘿，所以爱注意。啊，咱即马先过来选题，要选多一个？要选多一个？哦，你有2个迄个智囊团吼，厉害。即马2000、4000、8000、100咯，8000是什么题目？台北101是咱的建筑师模仿什么款的植物外形所起的咧 ？A. 椰子树 ，B. 甘蔗 ，C. 竹啊。你有40秒的时间。哦。你看
看起来拢足成的啊。这都有困难啊。是。哦，为什么这你要困难？因为我讲伊是节节高升，像咱台湾国的国运节节高升。是，对啊，是不是？是，确定哦。确定哦。好，来，咱来看者，是对啊，对唔对？恭喜咱得到8000块咯！哦，咱硕士的答案，还是请咱的博士来回答。无对，嘿，来博士老师。台北101真正是咱的骄傲吼，啊，伊是用迄个笋啊，笋啊以后大丛就变竹啊啦吼，啊，其实迄个笋啊就像咱笋啊伊的雨后春笋嘛，好，所以伊一直发一直发，而且伊有8个展，所以发等于8864，然后就是向前咱台湾的国运会当一直发，啊，大家大趁钱。好，谢谢老师。来，咱请3题。啊，今麦就1万啊。嘿，来哦。那你都8千落去啊？我是惊讲1万就死啊。袂啦，无恁讨论者，咱1万留喺后边，较精彩。好。因为喝酒伫网底徛后边。系。收哈，收好，咱来看收4000伊的题目是啥？请问寿桃爱几岁才会当送呢 ？A 50岁 ，B 60岁 ，C 70岁。你有40秒时间。我这都唔知啊。寿桃啊，咱平常时啊，平常时即马都有对食的呢吼。就是妈祖生啊，是民间生意送啦。会手哈，再当上，会手，再当上，再进菜上，一甲子，一架子就对了，直接智囊团，然后是讲人生70才开始，不，啊，为什么死了啊？不，送不到了。不是啊，因为是假子，我感觉假子是迄个咱这个台湾的真吉祥的数字啦。好，来，60岁 B， 好，咱来看一下。B 60岁对唔对？寿桃爱几岁才会当送嘞？你一定会知影，无会老贵哦。什么要做球馆？今晚准备骑牛车啦！咱准备打包球头球蛋，你若是打不好，就去相机。你若落台北火车头哦，应该是有人到我后面的啦。球馆了，我一定想办法，我去跟你配合。这个表哥放桌，这个注册用的，快点给。谢球。啊，球头啊，过来我再上班。怎么回事啦？苹果被请我关店了，只要心情你了解，愿意好天啊风台，对情三分天，叫你来这些人嘅，七分只要用心来打拼，创造是动好。我来几把嘞，你们走啊！哎。手过着好将来。好日子好开始，逐天9点早起新闻陪伴恁。中昼下班配新闻，听阿文讲新闻。下晡新闻各国情，在地大小事陪乡亲朋友看分明。下暗新闻加好讲重点，跟着时代脚步，拢袂走闪。大家出起来，听台语看新闻。安尼，逐工拢咧整理你的物件，啊，你规间晓了了。我客气，我钱哪会无去咧？拢一直怀疑讲我家己摕伊的钱呢。好啦，我知影你要讲我的歹话啦，我来外口等啦，等下你就知影。无啦吼，咱咧听爱姐姐就好啦。奇怪的，我来看妈的时阵，拢袂发生这种代志。8月13，拜六暗时8点半，上移台湾，咱做伙来关心身边的人。来，60岁 B， 好，咱来看一下 B 60岁对唔对？
4000块哦！高价呢，高价呢。咱以前吼，其实迄个平均的年龄无遐悬，吼，像咱现在当活到80岁、90岁，甚至以后可能100几岁吼。啊，毋过以前60岁就算做足厉害的啊，所以你爱到60块当送这寿桃，啊，新人当然无话讲一定会当送嘛。毋过佫有一款情形，你就是60岁啊，毋过你的爸母佫伫咧，佫长岁寿，咱嘛是永远拢是爸母的囡仔，啊，你嘛是袂当送60岁，毋过伊爸母佫伫的人寿桃。所以大概超过60岁，爸母佫无伫的人，你才当送伊。来，咱即马佫选题，剩2题尔。21万。 21万，对。骑车尾来算者。骑车尾啊，骑车尾来算者。哎，我收尾的呢。好，咱即马就骑车尾来算者，袂无？我是惊讲哦，骑袂起去啊。骑袂起去啊。买2000，买2000啦。好，咱来看，买2000伊的题目是啥？ 请问，人咧讲胭脂马拄着关老爷，啊，这个胭脂马是什么款的色呢 ？A. 黑色 ，B. 红色 ，C. 咖啡色。你有40秒的时间。赤兔马。系啊。哟，赤就是红色的意思。较早是安尼讲的啦。对啦，赤兔马是安尼，赤兔马是安尼。我无改过，是无改过。啊，不过你看三国的时阵，伊骑，不是，因为你胭脂就是红的啊。哦。啊，伊胭脂马是赤兔马，关老爷就是迄个关云长。是啊。我，迄，啊，不过较早的时阵，赤是无错啦。红色无唔对啦，我来赤兔。 迄个时阵的马，迄个时阵的马有敢有红色的？哎呦，我跟你讲，意思是讲咖啡看过啊，还讲哦。哦，我讲可能是咖啡红啦，咖啡色。不是，因为关分长的坐骑是迄个赤兔马，赤就是红的意思。有你敢听老师讲看有影？我老师先讲看嘛，老师先讲看嘛。红色，红色，确定哦。好，咱来看者 ，B 红色对唔对？ 咱先看分数，恭喜，这个2000块，即马到2万咯！赞！老师，咱解释者无因会弯起来。到底是什么色？头起先就是讲，咱用抹红点胭脂嘛，抹红就抹粉，啊点胭脂嘛是红的，安尼较水。啊，所以这个胭脂本地就是红色的。过来是安那叫红色，因为伊的来加这个骑马吼，伊迄马伊会出汗，所以系那像老花迄款色安尼吼。所以咱是安尼讲，毋过即句俗语，咱另外一般咧讲，胭脂马拄着关老爷有2款意思，一个意思就是讲抢拄抢。 咱今仔日胭脂马拄着关老爷，佮第2个意思就是讲，像有一条歌就是那像阿门头交着煞郑敬怡老师的歌，吼，所以就是讲嘛是斗足麻的意思。阿门头交着煞的足麻，嘿，阿门头就是迄个外国团入来迄款水泥，咱讲的水泥。好，来，咱即马剩上尾一题，1万块哦，1万块哦，有哦，加油哦！好，咱来看一个有的题目是啥？哇塞！即马吼，咱常常拢有听到这个流行语啦，啊，但是伊原本的意思是啥物呢 ？A. 条件的意思 ，B. 自信的动作 ，C. 粗鲁的意思。你有40秒的时间。我是感觉是 C。足够的，哇塞，安尼足够的。较早是讲，嘿，看到的时阵说，哇塞，我表情会较，嘿，这台车，嘿，这台车哪会这水啊？啊，你少年都有这台车安尼啦，嘿，咱即马来看迄边迄2个少年的安那想，哇塞，是条件、自信还是粗鲁？ 我是想讲，因为咱讲的是条件嘛，啊，因为伊问的是原本的意思，所以应该毋是条件。哎呦，哦，所以讲你是自信甲粗鲁哦。我是选粗鲁啦，因为较早的时阵，阮讲啥物，我靠，哇塞，什么我什么拢有人拍，啊，迄个赛唔知影是赛的意思呀？哎呦，可能哦，有可能啦，吼，伊嘛打着赛啊，哇塞，哇塞，你讲李小龙，哇塞，你讲上早讲的是李小龙讲，哎呦，歹讲，刚刚你讲赛意思，就无好听。对好，来，粗鲁，
错了，西，错了，西啊，好，确定哦，确定哦。好，咱来看，西错了，对唔对？这个应该是我说，哈所以这话其实是伊发音发唔对，问题是我，然后伊甲迄个落音无去，所以变我，就像阮死的，你若无甲迄个落音甲发出来，会变做阮死的，嘿对，所以这个是我，然后后壁迄字是说，是查甫查某因迄较迄个较到这会迄款动作，一般就是讲咱这较本土性迄个秀场的文化，这个说是有你谈到讲我使，变那像咧讲我家己是使，安尼就唔好，所以是我说，然后有儿音，伊就写说袂晓写就写这我使。好，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哎呦，咱今嘛都爱紧来传3万块来去咱的一日达千金。一字达千金，全家5个人合作写5个字，一个字正确就会当得到1/5的奖金，5个字拢写正确就会当得到全部的奖金哦。一字达千金，合作领现金。嘿，咱今日的现金偌济？3万，一字价值6000块。哎呦，咱今嘛要出题啊吼。老师，请甲阮出题。所以我今仔日要出的题目是10岁9尻川。哇！10岁9尻川，恁有40秒的时间。加油加油！哇！10岁9尻川，会晓的先写起来，紧嘞紧嘞紧嘞。10岁9尻川，确定哦。5、4、3、来，咱先看掉。1，来，一个一个。咱弟弟遮来，先一字一字来。来，第一字。10。好，第你看，安尼就6000啊。嘿。第2字，喙。第3字。9。第4字。骹。第5字。川。看起来就敢若一回数就对啦，正常啊，正常。是不是？确定是安尼咧。老师来。好，我一字写哈。好。第一个10，就是真侪人的意思哈。喙，就是恁咧讲话，这个其实恁足够的，竟袂写着。喙。鸟仔喙嘛吼，足好想的啦吼。狗就是10个人，10个尻川有9个吼。尻川咱当然是这个所在，哈。这个比较。嘛是甲狗有关系。川迄个所在会当川流不息吼，所以咱就是用这个尻川。对。意思就是讲吼，咱。人侪话就侪啦，3色人讲5色话。当时大家拢要主张吼，就拢出迄个出嘴吼，一般喜报转头。不过有当时若大家做伙想嘛真赞，因为一人主张唔值得2人思量，所以大家合作团结安尼。对，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哇，你甲看一下安尼啦，10岁9 3字。对，所以得到。卡落啊！嘿，差一点点嘛，咱得到18块咯！哇，嘛是真好呢！好，咱今马马上就来去颁奖。颁奖！恭喜哦，咱得到18块咯！哇！你啦！咱这边山友哦，咱嘛唔免好落啊，唔免怨气，真正，咱这边嘛是啊。学着足济对无？对啊。拄拄啊，若是互你去写，这嘛互阮写2字安尼，一个9，一个10。无要紧，即摆就学会晓啊。即摆就学会晓吼。所以真正爱感谢咱的老师王世荣王老师。老师辛苦了。若要继续哦，知影讲哦，台语的水就一定爱看阮专家有智慧。我大家 QQ 吃巴黎。再见，拜拜。
传说雷公的温人，倒一款人，你敢知影咧 ？A. 贪官 B. 海贼 C. 贼啊！雷公不是索尔，迄是雷神呐。雷神跟雷公无共，贼仔跟海贼好像无共。海盗跟小偷那会共款呐。我感觉是海贼，我无想要听你讲话，我无问你。拜一甲拜是暗时8点，恭喜台记台，全家有智慧。我家己的一个方针就是讲，咱囡仔一定要实做。你讲语言这个部分啊，包括讲你若无去边遐体会的话，你绝对学袂好。咱老师搁较安那好，你敢若留伫台湾去上日文，迄拢有限。咱有一个想法，咱是去迄边学习的，吼，咱亲身的体验，对咱去学习这个国家的文化，甚至这国家任何的代志啦，都是拢有帮助的。每礼拜一、拜四暗时9点至10点，公司台语台台湾新眼界准时开讲。心情亲像春天的风在吹，是好车着一滴爱情的汗湿飞。2019大稻埕情人节，8月3号到8月4号，就在延平河滨公园。大家好，我是吴文清，我伫剧里内底所演的角色叫做李明华。其实伊就是一个靠爸靠妈做，知影咱遮的平凡人的辛苦，规日就是手春都有钱通摕迄种阿舍囝。小姐来哦，小姐来哦。后来我发觉。其实这角色无介好演，每摆导演若是拄着我的时候，用这免讲啊，这拢废话啊，这拢免讲啊，这拢免讲，我是要安怎演？就是啊，伊就感觉讲我迄个时阵的李明华是无需要讲遮济这种话，因为你会当传伊厝内底人愿意接受咱真正毋知要讲啥，你知无？一般的8点钟这个台语剧。基本上拢是用讲，但是导演厉害就是，伊无爱用嘴讲话去表达，伊要用画面去讲。这是我上介意的所在。头门边就一个光慢慢啊出，看到外口的画面，月圆人团圆，足简单的啊。但是，互感觉讲哦，这是有深度、有高度的一个戏，你知无？每礼拜六暗时9点，故里请准时收看。这是公司台语台，接落来请收看咱的节目。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阿明陈伟民。一书一九一贤达，德配君主传民俗。今日小解一位庙公的孙仔，较早被神明倒卡，对着讲用台语汉文加签诗，台语基础是真正在。断了后，就上课学生转读日语、日本文化，甚至考调日本硕士、博士公会留学。现主时伫大学教日本文化。就台语、华语、日语，拢写教台湾囡仔，要用民俗的学问找找台湾的根。
今日台湾新港界文化新台湾单元要带你了解蔡玉蝶的故事。这个甲连起哩哦，拄在遮看嘛。下啊豆腐一个。看不到这样。来。欢乐的笑声、轻松的气氛，这是蔡玉蝶教授的日语课，甲一般传统的教育无共款。蔡玉蝶的教学内容是对学生的兴趣内面找想法。其实就是阮的系啦吼，阮的系啦吼，即马就是讲原来爱甲。因为阮校伫大门基山这边遮嘛，所以讲啊吼，阮就变做讲，阮爱甲外口算一寡做一寡社区的服务。啊，所以讲迄个时阵，因就拜托阮讲有一寡迄个这边附近的国小啦吼，啊国小就叫阮讲，就是会当带这边的大哥大姐姐去甲因上有关日本的物件无安尼。啊，因为最近迄个就是日本的游戏啊，吼，原来是伫台湾足流行的，就对啊。啊，内底有足侪战国的物件。啊，所以讲迄个时阵，我就拜托遮迄个大学生，吼，阮大学的迄个遮同学。啊，去做这个就是家己做啦，吼，家己做日本式的迄个就是因咧讲的盔甲安尼就对啊。啊，这两个是比较有名的角色，一个叫做真田幸村，啊，一个叫做伊达正宗安尼，嘿啊。啊，你安尼看安尼对无？就是其实是真辛苦啊，就是真是自己用手做出来安尼就对啊。啊，我呢就是用这个过程啊，吼，迄个同学咧上讲因的日本文化内底，吼，日本的文化内底，因所谓的盔甲，虽然讲伊这毋是用金属来做的啦，但是吼，伊的构造就是我那是甲因上课，啊，甲因说明讲因的构造到底是啥物款安尼，啊，我照迄个构造是去做，啊，做出来大家也足欢喜的，真有成就感。因为蔡玉蝶本身对网啊、电动嘛真有兴趣，因此会当甲学生有近距离。对学生来讲，会当将兴趣甲学习结合，同时嘛增加学习的主动性。平常我们上课的方式是比较偏向于书面化的教学，所以比较说非常的死板。可是相对性的，老师的教学方式，它是非常的活用到我们现代学生喜欢的东西。像学生非常喜欢玩一些游戏，像什么战国巴萨尔啊，或一些跟各种战国有关的东西。所以，变成说，我们学生会非常的对这些东西有兴趣，我们会更愿意深入的去了解，反而会学习得更好更快。不过，学习语言上重要的嘛是爱会当另外来运用。所以，一直认为上直接的方式就是去日本，除了学语言，嘛会当实际体验当地文化。其实吼，阮的定啊，就是甲阮的囡仔送出日本真简单啦，吼，包括讲啊吼，阮的囡仔第一。因为一个毕业门槛啊，伊毕业门槛就是讲啊吼，你若无去过日本迄边遐做工课超过3个月以上的话，你无才毕业，吼。啊，过来就是讲啊吼，除了这以外啦，就是阮有安排足侪机会啊，甚至半年啊，就是讲寒暑假，拢互迄个囡仔过日本遐实际上做工课啦。啊，为虾米呢？因为吼，咱台湾足侪咧读这个语言的迄个物件吼，都《论语》纸上谈兵的对啦。啊，对阮来讲，其实实际上的运用。哦，你有实际上去迄个环境，这是最要紧的代志。啊，所以讲吼，阮就是要求讲，阮的囡仔，你若尽量，因为你读的是日本话嘛，啊，你读的日本话一定来长伫台湾，啊，就无好，就算讲伫这边的老师安那是日本人，伊甲你讲话，迄嘛是有一个极限伫啦，吼，所以讲，阮会感觉讲，阮会尽量甲囡仔派出去日本，啊，互因去当地去体验，啊，好好啊，甲这个语言的这部分去加强起来呢。伫日本有过侪年求学经验的蔡玉蝶，毋若实施日语，嘛对日本文化有真深的了解。所以伫教学生的过程当中，伊所教的不只是语言，是伫语言背后更较深的文化意涵。来读阮系的囡仔啦，就是来读日文系的囡仔。大部分其实当初就是真济啦，拢是因为讲伊介意日本的动漫啊，还是讲日本的迄个次文化过安就对。所以讲次文化这物件基本上毋是歹代志啦，吼。啊，甚至咱咧讲日本，啊，因种次文化发展到安尼，已经发展到因今仔会使国际咧发大财安尼有无？啊，所以讲，但是啊，吼，你若干那只停留伫遮，哦，停留伫这阶段当然是毋好啦，吼。啊，包括讲咱即摆做侪迄个。台湾的大学咧教日文的，伊敢若会对较强调讲哦，就是学语文啊，是啥物？但是咱就是我定了举一个例啦，就是讲啊吼，咱一个人，咱虽然咱也袂晓讲伊的话，咱去冒犯到伊的文化的时阵，
其实人袂感觉安怎，因为你外国人嘛。但是你若会晓讲因的话，结果吼，你佫无了解伊的文化时，伊可能会感讲你是调工的。学习语言的方法有真侪种，只要是有兴趣的、有动力的书本，拢家己去试看卖。这种的态度，嘛好带一直的教学充满变化。今咱节目现场就邀请了蔡教授来咱节目现场，蔡教授你好，伟明你好，迄咱全国的迄个观众朋友大家好。哇，老师你上课介趣味呢？无啦，就是因为可能一般的学生仔咧看来讲，我算较强的老师安尼啦，伫大学内底。安那讲强咧？因为我是拢感觉安尼啦，我定定甲囡仔讲啦，是讲，是咱上课的时阵拢爱定定安尼讲笑话啊，是讲啥较无正经的就对啊。因为我拢甲因坦白讲啦，讲啊吼，因为我知影讲啊吼，咱若足认真咧上课，你可能上无5分钟就爱困，而且吼，伫你爱困之前啊，有一个人会先爱困。就是我家己先爱困，安尼就对。就是你爱困。对，因为咱大家拢做过学生啊嘛，所以讲吼，咱咧讲将心比心啦。咱也希望讲，较早做学生的时嘛，希望讲，老师若上课的时阵，会当安尼有无较生动的吼，较趣味安尼就对啊。所以我尽量咧上课的时阵，就行较强的路线安尼。安怎强法？譬如讲，可能对因来讲，就是包括讲我咧上课的时阵，我会较去想讲，即摆少年人咧用什么款的迄个。语言啦，吼，包括因为即马网络足方便的啦，即马较无像较早安尼，咱譬如咱较早的人，就是讲咱家己的工会所的人吼，咱就结一阵嘛，吼，咱就有咱家己的用语啦，有咱家己的习惯，安就对啊。你即马经过网络的时阵，你其实真简单，就知影讲，即马少年人咧想啥安尼，尽量去贴近人的生活啦，吼，贴近人的思考安尼。毕竟啊，就是讲咱即马咧做老师的人，咱咧教册嘛，咱就是要教咱，希望讲伊会使学着讲咱想要教伊的物件。那这方面来讲，是我感觉咱家己咧袂输咧做直销的，你知影？做直销的。虽然讲迄个做直销有较厉害，有较平的啦吼，咱算较平咧做老师啦，有咧做直销较厉害，即摆咧做各种市场。是，不过你拄则讲到这个网络的这个部分，你上课嘛开着网络，讲是啥物？我迄个大部分因为我即摆伫日文系咧上课啦，其实语言的部分啊，你若讲无一个基础的时阵，可能我若学生咧直播啊，甲咧报讲网络报我咧上日本，可能大部分嘛听无，所以大部分我若比如讲伫网络有咧放的，拢是咧讲日本文化的部分啊。因为我感觉讲台湾嘛，足侪人对日本是有兴趣的安尼。毕竟日本这个国家甲咱关系嘛足亲近的嘛，所以讲啊，我就拢大部分会去放这物件安尼。其实伫迄个网络面顶嘛，足侪朋友拢真迄个反应真好啦。甚至我当时咧上课的时候，学生拢无啥反应，大家伫安尼听安尼，结果伫网络面顶，大家就伫遐留言安尼讲，哇，这是安那，这是安那，安尼就对。网络插起来，搁较这个直接安尼对无？对啊，对，有感觉啦。因为我伫种感觉讲吼，包括讲头早伟明那个帮我介绍的时阵，就是讲，因为我伫日本读硕士甲博士的时阵，其实拢有摕到公费啦，两个国家的公费。所以其实我在心内拢感觉讲，虽然讲我即摆伫大学咧上班啦，但是我有一个社会责任伫啦，算这两个国家甲我请养大汉的。所以讲吼，若做会到的时阵，一寡社会教育啊，或者讲社会责任，我可能我用这种方式落去甲伊完成安尼。是，做一个教育者，你所学的，甲你所教的，真正是无共款的。听讲你伫这个课内底哦，日本的这个萨姆莱这个铁架，你有学生甲你做。对啊，系啊。是因为迄个就是阮的即马课啊吼，迄个包括甲社会责任嘛有关系啦。就是讲啊吼，即马足侪大学啊，可能嘛是为了生存啦。就是讲啊，甲附近一寡国校啊啦、国中啊吼，也叫恁遮迄个大学的小朋友出去甲因上课，吼，甲迄个更较细汉的小朋友上课安尼就对啊。迄个时阵我就想讲，那咱读日文的嘛对，你甲因教日文，敢若嘛怪快嘛，因为2点钟尔你甲因教啥？迄个时阵我就想讲，咱台湾其实足侪人对日本的啥物战国啦，吼，还是讲日本的历史啦，甚至这可能拢是因为 game， 吼，算这游戏出来的对吧？对这物件有兴趣的话，是毋是我叫这阮的大学的囡仔，吼，去实际上当然毋是用铁啦，用铁迄就是想过迄啊，用一寡迄个会当替代的材料，吼，去实际讲去做这日本的迄个武术的铁架，这做中间其实这迄个大学囡仔。因为有做嘛，所以讲伊遐到底是构造是安那吼，还是安那去迄号是安那去组成的，因就知影。这对因来讲嘛是一种学习。即摆做出来了，其实摕到迄个国校啊，互遐小朋友穿安尼，反应嘛拢袂歹。大家我讲我穿安尼伫遐翕相安尼真开心安就对啊。上重要就是讲，因为即摆我所在这大学啊吼，当然伊伫台湾来讲毋是这种 top class 的学校啊，但是我拢直直感觉讲，因为伊伫中坎的。对我来讲，其实这就是我社会责任。这中间的这个囡仔，我要安怎去甲伊，就是借由一寡较无共款的
迄个方式去甲因启发。哦，互因一寡可能人生也是咧求学的过程中有一寡新的方向，一寡新的思考的话，啊，我感觉吼，安尼我做一个大学的迄个老师的教育责任都做够安尼啦。是，所以学生的这个反应真正拢袂歹，对无？总是比安尼咱坐伫遐甲伊讲，哦啊，我甲你讲这日本啊吼，这奈良时代是安怎啦吼，啊，京都是安怎，对比这来讲的话，毕竟因是正家己落咧做的啦，迄反应也是甲迄个一般咱安尼较单方面咧甲伊讲的是无共款的。所以自这个实作。来去了解一个日本文化，甚至学到这个语言。对。甲你较早过去咧学日语的时阵，是毋是无共款？哦，其实这嘛是算我家己的个人的一个经验啦。因为我头拄好讲我伫老师内底算强的啊。其实我做学生的时阵更较强啊。因为我讲我伫日本迄边遐求学，头尾安尼加起来差包括生活做工过11年啊。迄中间其实我无介认真啊。但是我会无认真的原因是，咱咧讲的一个较奇怪的讲法是讲。因为我足想要了解日本的，所以我无认真。安怎讲的，就是讲，我看一般啊，迄个我一个同学啊，就是拢逐工毋是上课、图书馆，哦，啊无就是上课、图书馆安尼，拢即款的生活真单纯安尼就对啊。但是安尼当然嘛真好啦，但是我迄个时阵就心内一个疑问讲，我难得，吼，有可能我人生就是这段时间我住伫日本尔，所以对我来讲，我是毋是爱用这个时间好好去体会日本的生活？安尼我逐工拢去学校要创啥？所以讲，我以前伫日本的时候，我定定去黑白走啊，定去鬼混，甚至啊吼，咱咧开玩笑讲，伫日本一寡敢若较废人咧做的工课，包括讲迄个电动间啊安尼有无啊，伫遐拍青果，嘿，类似迄款的啊，就对啊，其实嘛无拨钱安尼，啊，但是就伫遐坐规工安尼有无，伫遐咧拍电动玩具安尼，即款工课我嘛做过啊。嘛是一种观察啦，对无？对，就是讲啊，你会去体会到讲哦啊，包括讲迄个啊去了啊去人因迄拉面店，我拉面店就是寡迄种迄个日本的做事人有无？啊了安尼一杯米露啊，放伫遐食薰安尼，因的迄个就是大众食堂内底在食薰呢，哦咧食薰，啊就伫遐甲因酱安尼，有啊电视咧放因迄个日本的纸棒咧做安尼，过一款生活安尼。所以迄个时阵我就感觉讲咱亲身的体验，哦，对咱去学习这个国家的文化。甚至这国家任何的代志啦，就是拢有帮助的。而且我后壁转来了，其实咱伫台湾对日本的专家其实真侪啦。但是伫这专家的中间吼，我家己感觉讲，我家己较无共款就是讲，可能对日本这个国家的观察点，我会跟一些这专家来讲，较有一寡差别伫。啊，这种差别是啥物时阵培养起来？我这样回想起来就是讲。迄个时阵，迄种奇怪，莫讲奇怪就是讲较甲一般的人咧接触的这种社会体验、生活体验去学到。所以讲，等来大学了，我嘛感觉讲，这个囡仔是毋是咱来用实做的、用生活的，或实际上去体验的，安尼对因来讲，因去学这个国家的语言甲文化是更较简单的。是，所以这个规日本拢互你行到到、行透透安尼。之前咱有迄个网络面顶有一个游戏啦，吼，伊就写讲啊吼，你一个日本地图，你知影？啊，就是讲哦，你若捌去过遐大过是一个县，经过是一个县，去遐佚佗一个县，安就对啊。我到尾发现我规个拢有着色，规个拢有去过啊，对啊。啊，包括当然有的是包括经过啦，无逐位拢带头安尼啦。系啊。所以头先讲到这个废人的这个部分，伫遮做观察，其实就是做这个田野做这个部分嘛，对吧？是，当然，因为包括讲我其实我足侪人唔知影啦，因为我伫日本写博士论文，我写的是台湾的伝統文化。所以讲，迄个有时阵我的老师啊，我日本的老师甲我讲，你若伫日本要写论文，你就是爱写日本对日本学界有贡献的，啊，别人会使引用的，安尼就对。啊，你是台湾人，而且你对这个物件，包括讲我较早迄个伟明有讲过，我伫迄个庙边啊咧大汉的，所以讲这个物件你若有这个条件的时阵，其实你爱去用你的角度来写呢。所以迄个时阵我伫日本的迄个大学边遐，我写的是用有关这个。伝頭甲百家上，寫日文的啦，寫日語的，對啊，包括講內底話寫着一個我的朋友啊，包括講昆明伯啊啦，甲山林這人安就對啊，但是就是到尾啊，我驚講迄個時陣，因為迄個時陣甲即馬迄個規個政治的局勢，啊，佮咱規個人的思考無同款，所以迄個時陣我是選擇講網絡面頂無公開啦，就是講若要去看這本論文的時陣，愛去日本的國會圖書館，啊無就是阮校的圖書館看才看有。啊，現在無公開咧，因為我時驚講公開了，我轉來台灣就找無頭路。是，不過你頭先有講到這個日語這個部分哦，較早你開始凊頭是這個學日語的時陣，其實你對到這個日本文化，甚至就講較早的這個哈日族，你是看因較無起的對無？其實嘛無講看無起啦，因為咱迄時陣我是對五專開始讀的，啊，你五專開始讀日文的時陣，其實你心內其實嘛有一個打算，就是講後擺你可能是考
日文咧食饭的嘛。啊，而且前提之下的话，其实哈日族是愈做愈好啦，因为你有这个市场，你才有迄个工课好做嘛。但是迄个时阵，我会对哈日族的感觉就是讲，因为包括讲我的阿公，吼，啊，我这阿伯拢是受过日本教育，迄个大汉的就对啊。啊，这哈日族都跟介绍2代啦，吼，2个世代安尼就对啊。啊，这中间这个世代。是可能就是咱咧讲的较党国教育，党国教育的世代就对啊。啊，跳过这世代了，日本，因这个日本受过日本教育的，读过日本册这人，因无哈日啊，对因来讲，日本迄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因的迄个精神的迄个形成的一部分，所以袂直接去哈嘛。啊，你所谓哈日族是已经无什么日本教育啊，甚至是党国教育持续很久之下的一种，我咧讲的一种反动啊，你反动了，我感觉日本这个国家袂歹就对啊。啊，这样我定咧开玩笑，这是文化上的一种咱咧讲的隔代遗传了，对吧？隔代遗传。阿公这代吼，啊就传来孙这代安尼，啊老爸这代跳过。啊，真有可能是会安尼呢，因为吼，爸仔囝直接2个世代拢有可能有种冲突，因为爸爸甲囝嘛，啊，叫做爸爸对囝是有较大的期望的。阿公当然拢无要紧啦，阿公通常看拢是金孙安尼啦，你欢喜就好安尼。所以讲有这种冲突之下，就是讲啊好，迄日本教育迄代。甲迄个较党国教育这代有冲突，啊结果啊吼，党国教育下开这代可能较自由教育啊，较有启发啦，又个冲突，结果啊就莫名其妙，怎阮这代即个所谓的哈日族的时代，较面顶的昆明北迄代，所以了连接起来的对吧？啊所以讲迄个时阵我咧看的时阵，哈日啊大家拢感觉日本足好的，但是因为我较早看我阿公看阿伯，因当然嘛是感觉日本好啦，物件拢用日本来的对吧？但是我嘛感觉一件足奇怪的代志，就是我伫阮阿公搁伫的时阵，我从来毋捌听过阮阿公讲日本话，一句都毋捌。吼，啊，但是若照阮爸爸咧讲的话啦，阮阿公是会晓讲日本话。啊，我就感觉足奇怪啊！你会晓讲啊，后壁我搁去学日文，你哪会拢无咧甲我讲日本话安就对啊？到尾也才听讲啊，听我阿伯咧讲啊，就是讲阮阿公有一年，咱咧讲迄个就是节日啦，节日就即摆出侪人少年人听过，其实就是假日的意思。哦，节日的时阵，袂记你挂喜怒马路啦，日本国旗啦，袂记你挂。结果去互阮迄个砖头的迄个大人啦，日本警察甲扇嘴皮扇起个啊，吼，啊叫扇起个了，伊怎啊规个人就是拢无愿讲日文就对。对日语日本都真差过啊。对，但是伊无讨厌日本啦，就是有一个迄个较足复杂的感情啦。啊，阮迄个哈日族迄个世代，就变做讲，伊无即种复杂的感情，伊接受到日本就是好个啦。所以讲，咱来讲看安尼敢若怪怪，敢若倒伊毋对的话，那对我来讲是即个部分啦，我会感觉敢若无啥共款的就是啦。所以讲后壁我家己会去读日本文化嘛，是可能即个部分有一个原因啦，就是讲。我迄阵就感觉讲，迄是一种直觉啦，就是讲，你哪有可能一个民族拢干那好诶，拢无歹，我不爱信，安尼对。有影一个民族无可能干那好诶，对无？对。啊，这个教授，这个除了这个大学咧上课以外，其实你有一个身份，就是作家。咱来看一下你出的这个册哦，到底是偌尔精彩？咱来看一下 VCR。除了伫大学教课以外，蔡依迪的另外一个身份是一名作家，其中卖真好的一本册《表里日本》，写出了蔡依迪真独特的观察。啊，因为我做一个台湾人啊吼，啊伫日本留学啊，咱嘛知影讲台湾这个环境，伊就是真亲日嘛，吼，所以讲其实啦，加少啦，就大家对迄日本人吼，拢有存一寡幻想啊，啊甚至安尼讲一寡偏见啦。比方讲啊，咱定啦一寡讲日本人有理无体啦，有诶无安尼就对啊。啊，但是咱回头转来想，咱台湾人对，咱讲意思讲哦，就是日本人有理无体啊，咱家己较识代替安尼有无？啊，但是咱当时啊看咱台湾人诶一寡表现甲行为，敢若嘛无啊，吼。比较起来，像日本人可能上无人有理嘛。当初去日本读册，研究去人类文化学，其实蔡依迪是受到蒋经国以及诸葛亮的启发。因为我囡仔的时阵，迄阵拄伫诸葛亮上流行的时阵啦，吼。啊，我感觉讲，因为伫迄款环境大汉了吼，我是安那，我去后摆去日本的，我会去读这个民俗学，这可能我哪有受影响。就是讲，我家己有感觉，就是讲，咱台湾人的生活就是讲啊吼，咱伫迄个制式化，那就是我们讲快一点，就是党国文化迄款环境之下。啊，包括讲蒋介国死啊，大家拢爱足哀悼的，安尼伫头咧默哀，电视拢变黑白安尼有无？但是暗时啊，吼，暗时啊变做咱家己的时间的时阵，竟然安尼老爸啊有无？倒摆徛咧安尼，再去农业大店安尼，啊大人去借迄歌厅秀有无？甲后壁迄间迄种有无？较亮迄款的，迄款片。啊，咱小朋友就去借迄个日本的迄个，就是卡通安尼就对啊，动漫安尼就对啊。迄个时阵我就真
明显的感觉讲，咱台湾人有那种外面显示出来，跟咱内在咱家己所存在的迄种无同款的迄种面貌。蔡依迪住伫日本11年，虽然伊去过日本真侪所在，但是嘛是唔敢讲家己真了解日本。对日本虽然有真深的敬意甲爱意，但是依然希望保持家己外国人的身份，以客观的态度清楚看日本的样貌。无论日本外好外歹，毕竟拢是别人的国家。希望让台湾人更加了解日本，对日本好甲歹的经验得到新的体验，这嘛是蔡依迪的目标。迄个水准较无较悬的日本人，这日本人去，若讲咱拄着较无好的，你有可能去拄着伊甲你歧视。甲你歧视的这款就对啊，这款呢，当然咱徛伫人的土地上啦，所以讲当时啊，我有甲小朋友讲，恁可能爱论一下是啥，但是我甲伊强调一件代志，我讲啊恁家己若有出去日本做工课，甚至讲去遐生活的经验了，转来麻烦讲你若看到咱伫台湾拄着咱所谓移工啦，外籍的移工就对啊，请你对人较尊重的，较尊敬的。因为啊你若经过这段时间了，你就知影讲出外人是啥物款的心情了。不管是任何文化，拢有一定的矛盾甲多变性。面对现在资讯爆炸的年代，用电脑、手机啊，就会当得到真侪日本的资讯。但是如此，就算是真正理解日本吗？所以，伊相信一定有搁较侪值得咱去理解甲探讨的故事。我甲因讲啊今仔日咱也拄着一个迄个也袂晓讲中文也袂晓讲台语的一个阿多啊，咱讲阿多啊，后面迄边的迄个金头毛的，结果伊甲你去食饭，食到一半向伊要去摕物件的啥，伊的猪爪甲你插伫安尼饭面顶安尼就对。我讲若看你感觉会安那？球是硬的啊，也袂拍，你拢唔敢说。打对较无的时阵，他就需要再。恒春本土有一支少棒队，因上爱伊的毋是比赛电影，是免做好一寡爱拍棒球的囡仔，有一个好环境，会使好好读册，好好拍球，好好找家己的兴趣。打安打，老师都会请他吃东西。晨晨好像很厉害，有没有人有打安打的？以学校教育的目的就是希望囡仔会当勇敢的去做人啊。因为铃木一朗他说过一句话，他说完成梦想就是累积微不足道的事。因为青春，所以有梦。每礼拜三暗时10点，青春咱的梦。春夏秋冬，日本有美丽景致，特殊的文化参普食的料理。咱骑铁马来佚佗，体会本地奥妙的代志，就会来浮现眼前里。哇！骑铁马游日本，每礼拜一、拜二暗时10点，伫咧公司台语台。蔡教授，佫一个身份就是作家哦，伊出的这个几十本册，拢甲日本关系有关系哦，嘛代表伊的人生无共款的时代转变。老师，你这3本册，真正是你3本伫这个日本经验的这个浓缩的对啊？是，因为我是安尼写这第一本这个表里日本啊，当然这其实甲咱咧上课是共款啊。你拄开始要讲一项物件，包括咱即摆讲的物件就日本嘛，所以你一定是要甲伊的总论概论先讲的就对啊。所以这第一本册我大概写的就是这概论啦。这其中啊其实我有放一个足大的迄个重点，就是讲，因为我感觉台湾人，尤其是最近，尤其政治人物，足爱讲明治维新的。迄个伊卡袂着2018年的旧年啦，如果是迄个150周年的纪念啦。所以大家拢爱讲一下迄个明治维新，捌咧也讲啊，唔捌咧讲安尼就对啦。嘿啊，所以讲其实我家己咱其实明治维新是日本的历史事件。咱莫讲台湾人啊，其实每一个日本人可能拢有伊无共款的看法啦，我当然是就我家己的认识，我家己的想法安尼，去甲台湾的咱遮读者朋友，来做一个介绍安尼就对啊。过来就是这个风云行都，就是讲，因为台湾人就爱去行都的，甚至我怎住伫台南啦，足侪人
拢就爱讲哦，咱台南是台湾的京都，你知道？啊，其实我听了这句话，我大概骹尾拢会冷啊。骹尾冷啊？是安那讲，因为京都这个城市啊吼，伊做日本的迄个首都超过1000年以上啊。啊吼，迄个就是日本迄个京都啊吼，有一间咧卖糖仔的店，叫做幽灵堂啊。哦，这间其实做者台湾人嘛知影，就是有一个鬼故事，但是是真温馨的鬼故事就对啊。迄间店，迄个已经开足久啊就对啊。结果我去甲查啊就对啊。结果伊一查就是讲，开店已经400几年啊。我讲我去，敢若一间糖仔店400几年啊，就比台南的迄个历史个，个历史个较久啊。咱讲咱是台湾的京都啊，敢若无啥共款那就对啊。啊，但是后壁我就想讲，好，咱台湾人就爱去京都的。啊，到底咱对京都的认识是啥款？吼啊，所以我以前就去针对这个部分，我搁有写一本册那就对啊。啊，这本册其实较奇怪，就是讲一般啦，咱咧讲去京都迄。京都的册，就是讲啊，倒位较好耍啦，倒位较水啦，啥有无？啊，但是我这本册拢较写迄种较人性的故事啦，就是讲较早伫京都这个所在，捌发生啥物，可能是较优美啦，甚至有是较残酷啦，还是讲较悲伤的故事安尼就对啊。所以吼，我迄本册看嘛安尼乌杂杂安尼就对啊，啊内底迄个作者迄个故事啊嘛较阴暗安尼就对啊。但是讲伫咧讲啊，讲一个国家吼，还是讲一个城市，甚至一个人啊，一个查囡仔，伊要安怎才会水？伊要安怎才会美丽？迄若讲专光照落，其实是无美丽，是一定要有一寡所在有阴影，对吧？而且阴影的部分啊吼，咱若无去甲理解的时阵吼，咱所看到就会很卡通，就是足平面安尼就对，嘿，爱有阴影，一个物件才立体安尼就对啊。所以讲，这本册咧写京都，其实我是较偏重写一个较乌影的部分安尼啦。啊，第三本册的时阵吼，我这就是我就想讲，我写2本册啊，一本就写概论嘛，一本写京都嘛。终于会使咧甲大家提一个讲，那日本这个民族，伊个民族是啥款来的对吧？所以讲这本册其实我真认真落去写啦，个写了有可能有了我较合顺来的对吧？啊，马上啊吼，就反映伫销售量面顶啊，对吧？系啊，可能一般的人，一般咱的读者的，伊咧看日本就是讲，可能他就是喜欢这个国家，介意这个国家，刚讲日本大人最好的对吧？但是我直直要甲大家介绍就是讲，你若问我讲我介迄个介意日本这个国家无？我会甲你讲，那除了台湾以外啦，其实我感觉日本这个国家袂是我的第2祖国的。是。但是我会甲大家讲，我是知影讲这个国家的好，甲这个国家的歹了。啊，结论你问我讲有介意无？我是讲介意安尼。你袂使讲你定来去讲我敢若看到伊好的所在安尼，啊，我就感觉讲日本这个国家较好的话，安尼迄是你家己的幻想啦，迄毋是讲这个你认识的这个国家是正经的迄个模样安尼就对啊。所以这个表里日本还是日本人论，这其实内底拢因较黑暗的这个部分伫咧，啊，因黑暗伫倒什部分啊？包括讲啦，就是讲其实阮有一寡迄个阮大学的囡仔，他都嘛甲大家介绍，就是讲阮即马我伫日本迄个台湾咧教日文嘛。是。我家己的一个方针就是讲，咱囡仔一定要实做。你讲语言这个部分啊，包括讲你若无去那边遐体会的话，你绝对学袂好。咱老师搁较安那好，你敢若留伫台湾去上日文，迄拢有限。所以讲，阮的囡仔吼，其实阮有规定伊一个毕业的一个毕业门槛啦，就是讲啊吼，你一定要去日本做工课超过3个月以上，实习，你才会使毕业就对啊。等因去的时阵，我嘛甲因讲过一句话，我讲学校会当保护恁的制度，即公司的制度，制度一定是正常的。你去讲迄个做工课的环境一定是正常的，但是有一点我都袂当甲你保证，你会去拄着什么人，你的同事，可能你直属的迄种顶司，毋是头家啦，头家绝对是正常的啦。你会去拄着迄款素质无好、歧视外国人的人无？日本人无？咱讲实在，因为阮的囡仔去，佫是观光地，讲起来是。比例啦，有可能拄着比例，佫无算较低就对啊。啊，我有甲因讲一句话，就是讲啊吼，咱有一个想法，第一，咱是去迄边学习的，所以拄好开始较辛苦。但是咧，伊是安那甲你歧视，因为你去因的所在上班嘛，啊，伊日本人本来就种排他性啊，排他性。但是嘛是看个人啦，总体来讲有这个迄个型啊就对啊。好，啊，结果你伊即摆甲你排他性的时阵。伊甲你欺负啥物？就是欺负你对日本唔捌嘛，欺负你日本无好嘛。好，但是你若甲这2项补起来的话，安尼你袂晓，伊袂晓讲中文啊，你会晓啊，甚至你可以晓讲台语啊。啊，你的日文若无差异介济时阵，伊是要甲你歧视啥？伊要甲你欺负啥？这是咱家己咧努力的部分。搁第2句话我甲伊讲，好，你今仔你会家己开家己讲哦，咱是台劳啦，去日本做工课啥有诶无诶？
好，你今日去那边，你家己有努力打拼，你会去拄到好的人，你会去拄到歹的人。当我甲因讲一句话，我讲希望你有这个经验了，你转来台湾，你若拄到这东南亚的这移工朋友，你唔通搁安尼外劳，结果就好势。病是出外的人，是病是即将心比心。你家己有啥物款的经验，你唔通迄种不愉快的经验，你要去放伫人的身躯。你对人爱了有一寡尊敬的心。是，包括讲你去日本，你会感觉讲哦，我是帮日本咧拼经济，我帮你做工课。这东南亚来台湾的朋友，嘛是共款。对啊，你唔通安尼换一个角度，换一个身份，你就感觉讲哦，现在拢咧来趁咱的钱的，哦，莫安尼想的。啊，这我是感觉对我来讲啊吼，我即摆伫台湾的一个算中间呢的一个大学的部分，我感觉对作为一个人啊，人文思迄个思考啊吼，这部分是一个真重要的工课安尼啦。真正是讲将心比心啦。对。啊，有影咧讲哦，其实你伫这个日本求学这个过程，其实嘛是坎坎坷坷。听讲你搁是本早读这个日本儒学，啊，尾来转读别个科目。对。对，这个部分是毋是搁老师靠揽咧你考啊？哦，迄个因为哦，这部分这个电视面顶讲个，刚才叫迄个，但是嘛是甲大家报告啦，因为这足侪朋友嘛知影。其实我对思想本来就真有兴趣，包括讲即嘛嘛是真有兴趣。所以拄开始我去的时阵，其实我是找了一个我熟悉的老师。哦，啊，这老师伊是伫日本咧研究所谓的儒学，啊，儒学包括中国的，包括日本的。哦，结果熟悉接触的时阵，拢好好。即马去做一个学生的时阵。我规个人怎甲咧袂输迄种有躁郁症安尼就对啊，哦，会甲你欺负咧，甲你糟蹋就对啊。当然啦，咱迄个事后咱家己想起来啦，伊迄阵对我的要求是足严格的，吼，啊，伊要求其实也拢无毋对啦。伊迄阵对我的要求啦，即马来问我的话，我拢感觉讲这正常，只是讲啊，伊可能咱咧讲的就是一个求好心切啦。是。伊对我拄去日本2-3个月，啊，就对我有即款要求安尼。啊，可能我迄时甲挡袂掉就对啊，伊家己可能就是精神我有一寡状况安尼。尾手我才去得到第二个，就是我即摆一个文书啦，吼，这个老师啊，才甲民俗学读毕业的就对啊。但是迄个经验嘛吼，互我家己就是2个教训啦。第一就是讲啊好，咱头拄咧讲的，这将心比心。吼，咱伫日本咱无一定会拄着拢是好人，你知影？当时啊，一寡就是阴错阳差啦，吼，咱去拄着一寡较奇怪的人。第二个就是讲。包括讲我头拄讲的，咱伫台湾大学毕业，结果咱一个基本作为一个学者、读册人，而且个人文的素养是决定性的无够。哦，就是咱咧讲的即摆大学的教育，即个通识即个部分啊，是完全无够的。所以讲，其实我即摆家己伫大学咧教册啊吼，除了讲阮的正课，吼，包括日文这部分的话，其实我有用足侪时间，你家己上即个咱咧讲的一般常识的部分。哦，你唔通讲哦，你日本足够讲的，结果去日本了，人日本的首相是安怎转的，你唔知影。阮的囡仔足侪是安尼啊。语言会晓，语言会晓，文化也是较深的，较在地化物件拢唔捌。对，啊，我迄时阵其实有甲因讲过一个例啦，我甲因讲啊吼，今仔日咱若拄着一个迄个也袂晓讲中文，吼，也袂晓讲台语的一个阿多啊，咱讲阿多啊，后面迄边的迄个金头毛的，结果伊甲你去食饭食到一半吼，向伊要去摕物件的啥，伊的地砖甲你插伫安尼饭面顶安尼就对啊。我讲，若看你感觉该安那？啊，阮遐个学生啊就讲，袂啊，反正伊唔知影，所以不要紧安尼就对啊。我讲好，安尼真好。啊，你若去拄到一个外国人，伊台语也讲得足好诶，中文也讲得足好诶，结果吼伊食饭食到安尼时，伊安尼共款底安尼甲伊插，你会感觉伊挑工诶无？所有囡仔拢顿定，就感觉讲，对，安尼是毋挑工诶。我讲对。啊，若这个例换做恁诶身躯，你日文会晓讲，你敢若会晓甲日本人沟通？结果啊吼，你去日本的时阵，你去做一项去犯着因的可爱代志，结果你家己唔知影的时阵，你感觉这日本人会感觉你是挑工的无？我大家才开始对讲对咧，啊，咱唔是干那语言会晓得好啊，咱去知影讲人的思考、人的社会到底是啥物款，啊无你颠倒语言愈好，人你去犯着人的时阵，人愈感觉你挑工的啊。对。哦，所以讲包括讲咱台湾甲日本，其实看起足像的嘛，但是伊的一根本上是一寡足无共款的所在。啊，包括我咧出册也是共款啦。咱咧讲的社会教育这部分，我嘛是希望讲咱台湾会使足侪愈侪人去了解这部分的话。咱咧定咧讲代志愈好，代志愈好啦。这部分咱咧去克服啊，唔通定咧讲看到人讲哦，日本啊有温泉啊，就念咧讲啥物人男女混浴啦，啊，就念咧个有理无体。迄拢是一种先入的一种先入观念啦。啊，迄嘛拢其实拢无正确安尼。所以伫这个生活当中，就看得到民俗的这个部分嘛，对不对？对。民俗要安怎看咱台湾用日本的这个角度，你较早所学的安尼。哦好。这个部分啊，其实头拄嘛讲过，我自细汉就伫庙边啊大汉嘛，所以其实我咧对这宫庙啦、顶头啦，这我用一份
感情伫咧啦。我其实我到即马够足爱看这物件，但是我知影讲台湾足侪人，其实尤其即马，咱咧讲的进步青年啦吼，看这物件，敢若是袂是一种罪恶啦吼，啊种敢若足落后的这种存在安就对。但是我咧讲的就是讲，咱去日本，吼，咱去看伊的神社，吼，咱去看伊的迄个神医遮就对啊，吼，咱感觉足清气的。啊，问题是因的迄个神道啦，因本来因就是因的最高的价值就是这个清气这两字啦，吼。啊，咱台湾其实毋是，咱台湾的迄个就是咱的民俗信仰，咱的迄个供庙啥物上好，香上好，吼人足济，吼啊足旺的就对，香火足好的啊，就是啊这神明的香安尼啊，拢会灵的就对啊，所以讲会灵会香。迄无代表即间庙一定要清气啊！啊，当时安尼薰安尼乌杂杂啦，安尼有诶无啊，迄个人足差诶，这拢袂要紧诶，就对啊。啊，足侪人，咱若讲哦，啊，日本是一个进步诶国家，所以讲咱去人日本诶神社，你看人诶顶头啦，拢真有秩序啦，啊，迄个真清气安尼，所以咱倒来就感觉咱台湾诶毋好。我感觉其实嘛毋是安尼啦，因为对我来讲，我有足侪日本诶朋友，其实足介意台湾诶即个民俗活动，吼，包括讲咱妈祖啦、王爷遮，啊，我问因讲为虾米会？介意，因的回答唔足简单啊！因讲哦，因为恁这拢充满一个活力，充满活力安尼吓，啊，真无秩序安尼就对啊！啊，啥物代志拢会发生安尼。我讲啊，这应该是缺点啊，对因来讲那是优点。啊，伊嘛甲我讲啊，足简单诶，伊甲我讲啊，我伫日本的社会，我就是安尼，逐工去哦，即个规矩啦，即个秩序啦，即个创啥底甲用要死安尼。啊，我今仔来台湾，我就是要看，我就是要放松的，我就是要解放我的心灵的时阵，啊，你这安尼足好个啊，咱想想嘛对啊，是哦。所以讲，咱的基本价值若是活力的时阵，其实我是感觉啦，不管咱对台湾还是日本啦，就是咱来对咱家己成有一个真正确的认识，吼啊，而且吼认识了，咱的好优点咱就看到，咱的缺点咱就看到了，吼啊，咱家己知影讲哦，咱家己是啥，安尼吼，咱即迄种真的迄种自信才会出来。是，讲到庙的老师真正是。哦，真侪话咧讲，咱来看一下这个你的这个成长背景哦，伫倒骹大汉的囡仔，咱来看一下 VCR。是恁知影吗？知影。啊，这两个门神，这条做啥物名？这条做啥物名？你知影？唔知。啊？唔知。这条做真经啊。嘿啊，而且是魏提宫啊。秦琼跟尉迟恭。带着阿公伫后里后二宫做庙公，伊自细汉就伫阿公身躯边缀前缀后，嘛对阿公身上学着该签诗的功夫，因此拍下相当好的汉文基础。因为我本身后壁就是去读日文啦吼，啊去迄个就是去日本读册，啊即马转来嘛是大学咧教日文咯。啊其实这个咧学日文的中间啦吼，就是较早伫庙内底，比如讲这签诗啊吼，还是这古典。即个教育啊，就是咱咧讲的，其实毋是讲中文啊，即阮咧讲是讲汉文。即汉文啊吼，其实对我后壁咧学即个日文的时阵，我拍下真好的基础安尼啦，吼。啊，其实即个物件中间拢共通。这方面其实啦吼，就是咱掌握咱家己的母语的时阵啦吼，其实对你后壁语言咧学习的时阵，其实有真大的帮助啊。自细汉就对台湾宗教无生分，加上后来去日本研究民俗，所以一定嘛来指出。伫伊的观察当中，台湾甲日本的宗教上大无共。因为咱一般吼，就是讲台湾人去日本啊吼，你看伊的迄个神社啦吼，还是讲伊的神的时阵，感觉讲哦，敢若足清幽的、足好的安就对啊。其实啦，日本人啊吼嘛，足侪咱台湾啊吼来看咱台湾的宫庙，伊会感觉讲真有活力，你知影，真有迄种生命力就对啊。啊，所以讲其实啦，我感觉讲两边有两边的好啦。吼，啊，当然讲咱徛伫咱家己的土地吼，咱因为咱咧讲的金庙起神嘛。所以咱定来讲，咱台湾的迄个宫庙啦、顶头足垃圾、足太高啊，足无算无一个秩序啊，就对啊。但是我是感觉讲啊吼，这其实这是咱台湾人的一种特殊的所在啦。吼，这有可能嘛是算咱的优点啦，就是讲咱的真有活力啊，就对啊。啊，所以讲因为到尾啊，日本因的迄个神社，若是讲较讲究的，就是讲清幽啊。啊，其实咱台湾咧讲的宫庙是讲讲究一支叫做香啊。我这香就是一个活力嘛，对吧？无一定讲是真清气，啊，是讲真安那，可能讲你庙内底安尼，迄个香啊吼，分间乌杂杂安尼，啊，咱看太高安尼，但是人济香安尼就好，安尼就对。啊，所以讲这是价值的无共款，伊的基本的价值无共款，但是我是无感觉讲这是倒一边好，倒一边歹啊，吼，甚至讲嘛是讲咱头拄仔讲的，就是讲咱爱知影讲咱家己的
特殊的所在，咱家己的好处是所有位啊吼。实际伫日本生活10多年，伫咧看日本甲台湾的宗教发展各自有无同的面貌，但是蔡一直讲，上重要是爱知影咱台湾独特的所在伫倒位，运用这个优势来将本创甲台湾宗教结合，做出属于咱家己的台湾味。我是感觉即马台湾吼，当咧伫发展的途中啦，吼。啊，其实咱台湾人啊吼，就是咱定定咧讲一个中华民国美学影响佫真大啦。所以讲咱目前为止咧做这个宗教的这个咱咧讲的文创的部分吼，其实伊会较行迄种可爱风，你知影？啊，这个可爱风其实你若对日本来看时，已经好像有一点晚了，好像10年左右的对啊，已经一个循环过安尼的对啊。啊，所以讲咱若要摕这个万人前面的物件，要去甲人迄个竞争的时，可能较无优势啦。但是不过安怎，咱台湾该做嘛是爱做啦，吼，就是讲即马包括讲日本已经进步到讲吼，伊看因咧讲起毛卡哇啦，起毛卡哇就是讲吼，看起来其实足恶心的，但是佫足古锥安就对啊。啊，这咱台湾即种较少是啥？吼，啊有一寡较强的人嘛，然后咧做啊，但是到目前为止，咱的主流文化佫无法度接受啦。啊，我是较介意即款的啦，吼。啊，我是感觉讲这拢是一个过程啦，然后包括讲这个过程中间，其实嘛是对咱大众一个教育。啊，因为咱这文创做出来。你爱咱大众买单，伊才做会落去嘛。但这中间就是讲哦，啊，咱即摆大众喜好是安尼，但是大众喜好无一定是对的，无一定是上先进的。哦啊，但是这创作者，哦，咱即摆咧创作的这个人，哦，伊是先进的。啊，这中间一个调和，要安怎讲啊，达成一个平衡点啊。啊，这个平衡点也在慢慢的向前。我感觉这就是台湾一种进步安尼啦。啊，我是感觉咱台湾即摆拢努力做一个，有咧做安尼。蔡一直自细汉伫庙宇大汉，宗教文化对蔡一直来讲已经是生活的一部分。现在台湾嘛开始将文创甲宗教做结合，伊嘛表示肯定，希望未来会当更加有劲宗教甲生活距离。咱看台湾的台语啊，已经会当看会出，渐渐咧消失。我的学生内底，真罕有人甲我讲台语。我大家拢讲哦，做即卖迄个新的一代，因的台湾本体性、主体性拢已经建立起来。但是你咧建立主体性的是你家己的文化咧消失啦。这点可能是咱的危机，咱文化的危机。台湾是一个多独文的社会。啊，伊逐项拢有啦，真正拢有，所以咱用一个较开阔的心胸吼来看待咱这个社会。所以咱咧讲这个咱家己的武器、家己的语言的事，绝对莫伤害到其他的族群安尼。我是希望咱这个台呢的多元性啊，会当讲咧讲台语的事，也是咧播出台语节目的事。会当照顾到这个台湾社会具体工作的内容，应该安尼尊重上重要，文化上重要就是尊重啊，做一个台湾人啊，会当看到台语台的开播，是一种欢喜的代志。恭喜台语台！咱头头看到这 VCR 看到当老师哦，这个文化部分哦，尤其对庙的感情真深哦。不过最近这个庙会活动，煞互伊无感觉无遐尔正面，是安怎讲呢？我是感觉啦，就是讲吼，因为我即马家己住台南啊，住台南的话吼，就是几乎逐礼拜迄个咱咧讲的假日，拢有这个顶头啦吼，啊，结果造成交通的困扰。其实足侪迄个台南的市民对这个部分是反感的，吼。啊，当然以我立场啦，哦，以我所研究的，我是感觉讲这是真可惜的代志。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感觉讲咱即马台湾的一个民俗啊吼，伊就是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啊，这个过程其实日本嘛捌拄过啦，就是讲吼，日本原来是咱咧看因的迄个坐垫啊，大家拢感觉讲我足欢迎的观光化做啊真好嘛。其实伊嘛是有一个足挣扎的一个过程安尼就对啊。啊，这个中间其实我感觉是上大的差别，就是讲咱台湾其实咱爱去做这件代志，包括讲我即摆伫台南，吼，我嘛咧努力这件代志，就是讲，其实这顶头、这坐垫，除了讲参加的人以外，其实有来自外口的人。
的一个刺激哦。外口的人一个刺激，我讲的较紧就是来自国外的观光客啦。哦，因为我本身的话，我甲日本较有关系啊。我知影足侪日本的朋友，其实对咱的台湾的这老热，伊是有兴趣的。是，然后像头我讲的，敢真有活力安尼嘛。但是我拢是去想啦，就是讲咱即摆感觉讲所谓顶头啦，还是讲这宫庙啊，拢无一个知识啦，拢无一个这类个啦吼，啊拢学袂配槟榔色就对啊。啊，我定咱家开玩笑啦，讲啊吼，迄若吼几啊千个啊吼来日本的观光客伫边啊咧看恁表演安尼，我毋知你做槟榔个配会落无安尼，吓啊你安尼要甲人冤家啊，你若想着讲我边啊有足侪迄种国外的朋友来看你安那表演的时阵。你迄个要讲敢讲会落啊？这个外部的力量啦。对，啊，因为就是讲这外部的力量吼来，我感觉讲，有人咧看来，但是我感觉讲迄种咱家己迄种讲自信也好啦，讲啊对咱家己的一个行为的一个约束的迄个迄种心态，我是感觉会出来啦。是吼，啊，若讲咱这个老者啦，是讲咱这店，若讲对国外来讲无市场都无会讲，但是我感觉嘛毋是安尼啊。咱台湾的迄个所谓这个顶头，还是讲这做老者，这是真有咱咧讲的观光的竞争性的，而是讲咱安怎看去规划就对啊。啊，真正人会感觉讲，甚至啦，现主席足侪台湾朋友感觉讲，咱这种物件足见效，这种看敢要紧安尼，我拢较乐观啦，我拢较乐观啦，我拢讲吼，这不要紧。是。这样吼，你若甲伊打开了，吼，伊感觉讲，其实世界是有咧看咱的时阵，家己本身会去转变啦。是。吼。啊，包括讲，其实真侪人就是介意日本，所以讲讲日本的新社啦，因为日本的祭典啊，拢足真清气啦，真安那就对啊。但伊有甚至都有人问我讲，老师，啊，咱台湾的这个老者拢有这兄弟咧参加就对啊，日本有无？我讲当然嘛有，迄只要是就是咱东方的就对啊，这亚洲的这就对啊，拢差不多拢是安尼啦。啊，因为你做兄弟的人，你要叫人较好叫嘛，你的迄个人际这个网络较好嘛，但是。日本甲台湾上大的迄个差别是啥物？就是讲日本因当地因会去重视因当地文化，所以讲这咱这地方的这个大新社要办这典，这是足重要的代志。所以咱的出来外口互看这代表，我嘛知影讲有人有兄弟咧参与，但是这个兄弟人绝对伊就袂是去主委啦，还是啥物代表的人物就对啊。是，你参加不要紧哦，啊，咱台湾就是安那到尾也变做安尼，因为咱本身对这个物件。咱其实无感觉讲，伊是一个足神圣、真重大、真隆重的物件就对啊。讲做老者就对啊，咧庙安尼啊来拜拜安尼。咱较在意的是迄间庙的迄个神明，咱去拜有法度发大财无安尼啊，对啊。所以台湾、日本其实这个差别真正真大啦，对无？对。安尼讲起来，我是感觉讲，因为时代无共款啊，而且部分呢，其实咱真侪拢会使落去克服啦。而且是毋是克服，毋是讲咱去强制做啥物，是讲吼，咱去加入一寡新的元素。其实我拢感觉迄良性的迄个循环就会走出来。是，所以自你的观察，是毋是伫这个自细汉这个伫心倒脚大汉这个部分，就自细汉就安尼培养起来？是啊，因为对我来讲吼，咱即马台湾足侪物件要改革的时阵吼，大家拢会甲你讲，迄是因为传统啦，所以袂使改安尼就对啊。但是因为我今年40几岁啦，我都会记你明，我差不多30-40年前，迄时阵咧做老者放炮。无像即马放假遮尔离谱啊！是所以讲，其实你讲的传统到底是偌久？是300年、400年，还是30年、40年，还是3年、4年安尼就对啊？对我来讲，民俗是一个足重要代志，但是民俗啊我那是一个会流动的物件，对不对？伊是其实无定型的啦，无定型的。这个民俗的概念是啥物？是咱所有的人生活的一个累积的。讲当然台湾哦，其实过去有一个六合彩热对吧？迄当阵但是这个部分大家对神明嘛是有无共款的这个期待呢，对不？头拄其实咱有咧开玩笑啦就是讲咱台湾人咧拜神明，就是上大的要求就是发大财安尼对啊，其实迄时阵大家拢讲六合彩啦，其实若咧问阮的时阵，阮是讲大家乐。是是安尼讲大家乐，因为大家乐是对这个爱国奖quyền。迄个时阵台湾人拢讲做阿乐的呀，阿乐，迄个时阵拄好是我差不多国考啊3年啊4年的时阵，迄个时阵规个人台湾是差不多起笑的。迄个时阵大家拢敢若讲一句话啊，讲台湾人所有的台湾人拢签过大家乐，敢若2个无签尔，一个蒋经国啦，一个何应钦啦，何应钦是因为伤老啊，所以无签啦，蒋经国是因为做总统所以家己无签啦。但是我迄时阵。我听到这个笑话时，我就讲无，这句我承认一半尔。何应钦伤老无签，这我可能有法度接受。蒋经国做总统，你哪知伊无签嘛？反正总统府内底伊家己有咧做主啊。所以迄个时阵其实对台湾来讲，规个狂热的迄个程度是甲安尼啦。
迄个中间其实咱即摆拢讲拜神明啦，哦，迄时候去求神明，正神啊求啦，阴神啊求啦，哦，迄个对迄什么妈祖啦，吼，啊，迄个帝君啦，求到什么百姓公啦、万神公啦、石头公啦、大树公啦，哦，甚至啊，吼，迄时阵就是我印象足深的，但是足侪人已经袂记哩啊。其实毋是干那问神明的啊，有去问小的，问小的，就是迄种，因为较早就奇怪，较早可能咱的社会福利的迄个网络做得较无好。较早我拢感觉吼，迄个砖卡每一个砖头拢有两个固定的，就是讲每一个砖头拢一定有一个小的，啊一定有一个周空的。啊，迄这拢伫庙的头前安尼伫遐咧游荡安就对啊。所以问周空问小的，问周空问小的，就是咱较早咧讲的，就是社会福利做得较无好的时阵，伊无去用保护到遮个人，连这都问啊。啊，因为伊就周空啊，你甲伊讲啥，伊就甲你就安尼有无，伊就拢对袂起来安尼有无？啊，对这个对袂起来，伊黑白讲的这话啊，去求灵感安尼就对啊。啊，我是感觉迄个时阵啊，咱看起来是真疯狂的一个台湾社会。咱回去来看起来，啊，这咱嘛是会使甲伊感觉讲，这是其实是台湾的一种可爱的所在，就是讲，咱台湾人其实咱有足侪想象力，是啊，咱有足侪迄种就想要改变现状的这款的迄个活力啦，吼，就是款这种咱咧讲的原动力就对啊。但是这款的活力吼，那用做无好的所在。可能去年有一届选举啦，吼，即马咱就知影讲迄种的，用到无好的所在，是会变什么款的结果。但是咱若有法度去甲伊好好去甲伊道歉的话啊，吼，我是感觉讲，迄是咱一个台湾的一个真有可能性的一种，咱力量啦，吼。啊，其实我感觉讲，要安怎去甲伊道歉甲一个正确的方向，我是感觉对咱台湾人来讲，包括我即马嘛是做这个工作啦，就是讲，咱对咱家己，佮对这个世界，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是啊，第一步就是感觉讲，因为咱是台湾人嘛，啊，包括讲我咧讲台语，这是阮妈妈、阮阿公阿妈的语言。我定我甲阮的少年讲啦，讲啊吼，包括讲我毋是讲今仔日上台语大家安尼讲，就是讲，恁今仔是要学语言的，学日本话，所以对恁来讲，其实迄个保持一个对语言的好奇心，这是最重要的嘛。是啊好，啊那安尼的话，我嘛知影讲恁上课，恁到目前为止读册拢是讲中文较济。好，不要紧。但是你身躯边一定有人讲台语嘛。好，啊，但是你对你身躯边有一个足侪人咧讲的语言，你完全无好奇心，你完全也无想要去思考，你哦完全无想要去理解，你也无想要去学，无想要去知影的话，啊，你甲我讲你对日本有偌大好奇心，我是安尼啦。question mark， 一个 question mark 安尼就对啊。所以讲我迄阵嘛直直甲伊讲，啊，包括讲其实台语，啊，包括讲我较早咧弄新民课卡。这汉文这训练，其实对后壁咧学日文的时候有足大的帮助，有足大的帮助。包括讲一个日本迄个因的汉语要哪念，这其实甲台语的迄种读音，其实拢相看的，拢相看的。而且当时几乎拢共款啦，吼。啊，所以讲啊，我嘛是教我的囡仔拢安尼介绍啦。啊，第一点就是讲上重要，咱认识咱家己，是，啊，咱才有资格去做一个国际人安尼。所以当来认捌家己真重要嘛，真侪人想要飞出去去看世界，但是上重要是。倒来熟悉家己。我定咧讲啊，就是讲啊吼，咱啊人也是白痴啊吼，咱拢袂晓讲话安尼，上无咱笑笑啊，西装穿的安尼袂歹。有办安尼，有办啊，咱个毋知咱白痴这样。啊，咱啊英语足够讲的啊吼，结果讲出来的话啊，拢是迄种白痴的话，是拄一个就瘪空啊，对吧？所以这虽然是讲较极端的话啦，但是咱咧讲就是讲，即摆其实嘛一句话啊，愈在地愈国际嘛，是，对吧？愈本土愈国际。结果咱伫日本即摆上穿的是啥物？珍珠奶茶，吼啊珍珠啊，足在日本摕去做足侪料理，足侪台湾人足想会开，迄是另外一回事。只是讲啊，这个物件是啥物？啊，这就咱咧食的粉圆啊，粉圆啦，啊，这就是咱足生活足本土的物件。你唔通今仔日哦摕去日本了，哦啊结果穿啊，哦你就感觉讲哦这是咱台湾之光啊，是啥物话无？粉圆珍珠是毋是台湾之光？迄应该爱伫伊伫日本穿进前，你家己都要有认识的，吼啊。唔是讲啊吼，一个国家甲你认证了，你才感觉讲哦，啊，咱啥物件足好，咱啥足好。你若永远安尼说，咱台湾永远就甲人袂比拼的，你永远就是敢若哦，爱人甲你肯定了，人甲你安那了，你拢无一个自信啊。我是感觉讲，咱做一个台湾人的话，安尼是了可笑安尼。是，所以伫老师欣赏自日本学习，其实等到了倒来看，就是来看咱台湾家己。对，今日非常感谢咱蔡迪教授来到咱节目现场。一书一九一现达，德贵君主团民俗，今日非常感谢蔡义德教授。台湾新眼界，感谢咱乡亲好朋友收看，咱后回再会。谢谢。
为透早到暗暝，为过去、今仔到未来。不管是都市还是庄脚，不管是好天还是歹天，逐礼拜五暗时9点到10点，公视台语台台湾电视部记录台湾事，做伙拼未来。所以咱公视台语台，毋是干那台语族群的电视台，是咱全民的电视台。咱会当透过公视台语台，斗阵来欣赏、来学习台语的美丽甲伊的文化。所以今仔日祝福咱公视台语台快乐出门。咱会当对家人讲，驶入要每一个台湾人的家庭。咱嘛未来台语台来航向世界，好无？一时大大的世界中，小小一个故事，伫你怀中大汉的阮，捌放袂记。我要用全部的气力，唱出对你的亲情，歌声中不只是真心的呵乐，嘛有感谢甲依恋，疼痛甲忧患。阮全心全意的爱你，亲像爱家己的母亲。不是你的土地特别香，因为你的怀抱遐尼啊温暖。阮全心全意的爱你，亲像爱家己的母亲。不是你的不善特别丰富，因为你用艰苦的灵。大大的世界中，小小一个故事，伫你怀中大汉的阮，捌放袂记。阮要用全部的气力，唱出对你的亲情。歌声中有只是真心的呵乐，嘛有感谢甲依恋，疼痛甲忧患。这是公视台语台，接落来请收看咱的节目。日本丰富的风景甲气候，让这个岛国发展出特别的传统。真侪日本文化伫世界上非常的出名，但是有完有未少温藏伫个乡村当中。为着要探索这秘密的地点，要了解真正的日本，骑铁马是唯一嘛是上好的选择。咱这届会为名古屋骑车到京都，看卖啊传统的日本人寒天是安怎过生活的。
路途中会经过风景上美丽的所在，也就是日本上大湖比贝湖。当地人民的生活甲大自然关系密切，在地文化深深受到比贝湖甲伊清净的湖水影响。伫个古道行道，咱会看到迎接春天的传统祭典，甲祈求新的一年会当远离疾病甲灾难。咱会拜访行道的大众浴室，大众浴室就亲像是传统的社区中心，嘛是温暖大家身体啊个心灵的所在。伫日本寒天温暖的气候当中，进行250公里的旅程。欢迎做伙加入无人体验过铁马之旅。爱知县的名古屋是一座古城都市，到即马依然留下真侪传统文化。气势不凡的城堡边啊，有一个高端的脚踏车手伫个安装脚踏车，准备上路。这位是保罗·索尔贝瑞。保罗15年前为澳洲来到日本，伊是一位出名的脚踏车手，参加过真侪职业比赛。伊嘛真介意骑脚踏车探索日本。So this time I'm doing a journey of about 250k. A road bike is probably the most comfortable, so that's why I've chosen this bike. I've changed the tyres from racing tyres to quite thick, wide tyres. That means that I can run at a lower tyre pressure and get more traction, get more rubber on the road to grip. 这段旅程路途非常遥远，保罗的装备非常的简单轻便。伊应付多变气温的方法，就是看天气来决定要穿几领布衫。So hopefully on this journey, I'm looking forward to meeting lots of people who are still living the traditional lifestyle, and I'm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to enjoying these types of seasonal traditional festivals. Let's go! 伊出发啦，铁马搭咧，经过一个搁一个乡村，探索这个地区甲当地寒天传统。保罗的路线会沿比贝湖的北岸，为名古屋一路骑到行道。全程250公里。名古屋是一个大城市，嘛是这个地区的文化甲经济中心。就亲像你看到的，在日本，脚踏车甲汽车爱遵守同款规则，必须行伫个道边。Riding along here, it's a little bit cold. The wind is pretty strong, but once you get moving, get your body moving, warm up a bit. Looks like it's going to be a great day. Hopefully the wind's not too strong. 保罗真注意周围的交通状况，转弯或者是改变车道的时阵，会清楚做出手势。伊真紧就会离开车真济的公路，改行河岸边的小路。为名古屋出发30公里了后，保罗来到木栈川的布花。You can see the beautiful mountain views in the winter time. You get these crystal clear views. It's so beautiful. That's where I'm heading later on. There's some people down there. I think I can see it might be like a boat or like there's a ferry or a wharf just down there. Konnichiwa. どうもこんにちは。这台是渡船，负责载人客到对岸，即马暂时停在这。
いいですか？そのままで乗っていいですか？自転車。すいません、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这台渡船是爱知县提供的免费服務。橋ができる前はね、2キロか3キロおきに、こういう渡し船が全部あった。たくさんあったんですか？うん、たくさんあった。渡船伫个过去是运送货物甲居民的重要角色，但是即马大部分的时间以载送游客为主。有现代化的桥了后，就无需要渡船啊。这台渡船是目前规条木栈川的最后一台。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すごいや。まあこれであそこに新野病橋ができると多分こういう風景もなくなると思いますわ。そうですね。まあ時代がだいぶ変わりましたから。そうですね。はい。ぜひ続けてもらいたいですね。まあ7年か10年後には多分来られても多分これはないと思いますので今のうちに来てください。はい。お世話になり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気をつけて。And these are the last guys here who are keeping this tradition alive, so I feel pretty lucky to have shared that experience with them and to hear their story. 这是甲这条河川历史的第一届相逢。保罗一路向北，一直徛伫个布花顶头。It's great being up high. You can have a great view all around. 因为四周围无物件阻挡，为河畔边缘吹来的风，风势非常的强。It's very windy, but it's feeling a bit peckish. 顺岸边行20公里了后，保罗来到祈福市，伊想要找会当互身体较温暖的食物，好好食一顿。I think there might be like places up here. This one looks pretty promising. It says udon on the sign. Nice hot udon noodles after a long ride. Couldn't be better. Looking forward to it. Let's go. お邪魔します。失礼します。失礼します。失礼します。あ、背が高い人やな。あ、そうですか。こっちのなんかおすすめなメニューは何なんですか？ああ、今多いのはやっぱりね、冬は味噌煮込みが多いんですけども、この地域独特ですからね、一度食べてみてください。お待たせしました。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おお、wow, look at that. Look at the color. It's a really dark color. 味噌乌龙面是这个所在的特色美食，以当地生产的黄豆味噌来料理，加入鸡肉，还有韭菜、葱啊等等，在重口味的味噌汤当中煮出面条。いただきます。Oh, it's really the noodles are really delicious, but the best thing about it is that the broth. That's the soup. You can see how red it is. I'm used to miso being like a really light color. It's got a very smooth flavor, and it's very well balanced. Tastes delicious. 无啥物比心满意足的食物，更较会当温暖车手的胃啊。そのお味噌を作ってるところが探しに行こうかなと思ってるんですけども。ぜひ何軒か昔からのお味噌屋さんあると思います。あ、そうですか。保罗按照乌龙面店头家的指示，前往找找当地的味噌老店。We've entered this old string of townhouses, so I think there must be a place around here maybe that's making miso. We'll see. Hey, look, there's a guy. Looks like he's making miso. Ah, こんにちは。这间老店做味噌应该已经有130年啊。
保罗当日请教这间米索老店的第6代传人，伊邀请保罗入去参观。すごいですね。この大きなオケって言いまして、本当今は作る人本当にいなくなっちゃいましたけど、こういったオケを大切にしながら使用しておりますので。米索是日本的传统调味料，以发酵的谷物来制成，一般会伫个寒天制作，因为温度低，会当使发酵的过程变慢。这个地区的特产米索叫豆米索，或者是黄豆米索，敢若用黄豆、水甲盐来焗，必须伫个遮个超大的木桶内底焗1年半，才会当完成。保罗今仔日真好运，伊会当食到上等米索的滋味。しかもなんか大豆が非常に大きくて、今まで見たことがないような。そうですね。普通だともう機械によってこしちゃいますので、取れたての味噌っていうのはこういった形になっております。なるほどですね。これは美味しいですね。The bean is quite soft, but it's got this beautiful balance between the sweetness of the bean and the saltiness, so that it's that balance. 味噌屋に来たならではのそうですね、お味噌ですので、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食べていただくと分かるようにすごい甘くて辛い料理に適しておりますので、そういった食文化っていうのがですね、本当この東海3県豆味噌があったからこそ出来上がったっていう、そういった料理です。